Hello，大家好，有看到我无？啊，毋是看到我，有听到声无啦？看到我是看到鬼个，有听到声无？你记甲伊关起来。好哦，大家好，大家好。你好，你好，Sandra， 那个你好，你来，你好。咱个小等一下。暗安，阿玲，暗安，哦，你的名愈来愈长呢，规纸拢你的名拢，我看你今仔你的迄个老话，看我都比即个你的名较长。你看你老两字暗安，即个你的版面拢你的，对啊，今仔日的来宾是啥人嘞？我嘛毋知。恁来你好，对呢，伊度，hello hello。紧，我个想讲个等者，等看有开始朋友人是吧？人家才来开始哦。我感觉今仔日我感觉会讲话讲甲迄个，讲甲嘴软，嘴甲全破，讲甲嘴软拢无去，粒粒的毛。今仔日听讲有落雨吼，有的所在有落雨对吧？因为我原底咧看棒球，结果敢若有几场球因为落雨拢停开，真可惜。啊，我即阵仔有咧迄个，我拢会约迄个台港雄鹰，因为咱南部的球队啊，而且个真有，我感觉真有即个。台湾味，小讲者，好哦好哦，来开场了，哈哈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较有雄走这甲我走这出来，好，大家好，大家好。好佳哉，搁爱会去去开 BGM， 无可能搁袂去。好，今仔日要来宾，大家拢看会到啊吼，看知影啥物人啊？都直接看者。哎哟，哦，咱阿玲要来试验着，我来看你的老话。哦，真长呢。安尼我来加留一寡看觅，有法度比我的名更较长无？较袂伤定位。哦，伊就变做跑马灯啊，伊会变走马灯，就是你若老话若老伤长，就会变走马灯，对啊。哦，好，事不宜迟吼，咱即摆来先来介绍我即个客话好，气话吼。即个台语教台语呢，就是一个。找一个台语啊，来我的台啊，咱做伙用台语讲一个议题。啊，这个台语教台语的这个教字呢，就是咱的英语的讲就是 end 啦吼，啊，就是华语内底根啊、汉啊的意思。啊，伊伫台语内底发音呢，啊含这个
教你什么物件哈，老师教我什么物件，这个教呢拄好变调的时阵共音哦，啊个另外一个驾车的驾拄好嘛共音，你就会感觉讲啊，这就有一寡挖音的艺术伫诶哈，就是咱毋但会当听到一寡议题反射歌，会搁听到一寡台语的知识。敢会要做一个教学，吼，应该无遮严肃啦，吼，也是讲，哦，两个台语咧，教讲看啥物人的台语讲了较水气安尼啦，吼，一点点啊，即个意思啦，吼，毋是讲真正就严肃的啦，吼，啊，我希望讲咱今仔日即个题目呢，听起来敢若就迄落就严肃，但是其实我感觉咱今仔日应该是袂讲甲就严肃的，咱吼会讲了。真一定会感觉讲啊真趣味啦，吼，互大家来轻松啊看台好啊，今日来介绍，韩国 A 了，喵喵可爱阿曼，好，咱来介绍今日的来宾，就是我伫 VTuber 的科内底上好的朋友，哦，咱火子单火子，啊，我甲伊试出来吼，险啊袂记你要哪试，得啦，火子拍一呼，得啦，我出来啊，大家阿曼。有听到火子的声无？若无爱发声，啊无爱拍字。大家敢有听到火子的声？有哦，好，好。今仔日是这个粮食节日啦，吼，大吉祥啦，吼，然后欢迎咱火子来哈。你讲甲安尼好。哦，我现在就影响，因为吼我。开始自要做 VTuber 开始，就是我会感觉讲一定爱和火子伫我的台做一个联动，吼，这是我的这个愿望，吼，今仔日终于达成啊！拍子，好啊，咱，但是我会记得，我头一摆。见面的时阵是一个鼓，你会记得无？啊，迄个时阵有去你的台土台，足久啊，敢若一年啊是2年前哦，我袂记啊。迄阵也未出道。对，也未出道对。喵喵卡有发现到我有传这足侪物件要有火子食，你看，佮有一寡迄个甜的吼，还是一寡茶啦吼，对。吼，我无去迄个。误着吼，无误着吼，爱好好啊对待阮的即个来宾吼，两米古水阿曼，啊，咱先来甲即个我的观众讲一下，啊，迄个拍一招呼哦，即个名我无啥晓念呢，啊，我先念，我会晓念的好，阿玲阿曼，啊，伊豆阿曼，啊，喵喵可爱，鸟米古水阿曼，啊个喵喵最可爱的喵米古水阿曼，然后先抓阿曼，搁一个。马祖里阿曼，那个你着念嘛阿曼，应该是安尼念嘛吼，但我念唔对啊。应该是我嘛拢念马子里，马子里啦吼，小可即个日落个小可看有啊吼。然后日落有影。日落吼，你们这日落啊，日落，我还感觉就歹发音的日落啊。敢若是啥物款的啥物物件呢？啊，莫个拉塞，个紧开始今仔日的议题，我来介绍一下今仔日的议题啦吼。今仔日的议题是台语的文雅与粗俗，我调讲用华语写吼，因为我的 TA 我希望讲台语的观众，迄个华语的观众看有，台语的文雅与粗俗，你想要推广或是附赠的是哪种台语哈？因为咱即马拢会讲到一个福建的概念嘛吼，咱会当来理解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推广，什么叫做福建啦吼。好，进来进行咱的第一个拍，当然，嘿，粗俗的台语比较受欢迎吗？这是台语难以摆脱的刻板印象吗？影视剧中反派的语言，还是用台语来演反派会比较到位吗？这个好像，这就是咱若讲到台语的粗俗，就是粗俗的台语的时阵，就是也是讲粗鲁的台语的时阵，咱第一个会想到就是咱的即个电影啦，是电视剧啦，吼，拢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啊，或者安怎看？哦，
我想要讲较直接的，就是我大家当想看卖，就是咱有看 anime 啊，anime 内底可能大家迄个角色拢讲日本话，也是讲迄个无一定 anime 日剧日本剧内底可能大家角色拢讲日本话，安尼因的迄个反派，嘛是讲日本话，啊，因的迄个主角好人嘛是讲日本话，啊，毋过是安怎，就是伫台湾的即个戏出。较济看到拢是歹人，也是迄个罗马咧讲台湾话，啊是安怎？有诶较看到是知识分子咧讲华语，这是安怎会变做安尼呢？其实咱台湾史若有较好，就知影有迄个国语政策哦，所以这其实是人工造成的一种刻板印象哦，所以我感觉伫讨论这个问题进前，咱可能爱先知觉到，就是即马大家较看会到。较侪反派拢讲台语即项代志，而且是迄个知识分子也是好人，较无咧讲台语即项代志，其实是足奇怪，无自然的，无自然的，毋是正常代，对对对。而且即种状况就是上接出现伫即个拢总讲华语的迄种剧内底。啊，是上界明显，因为有一种剧是，伊会男咧讲嘛，有诶华语，有诶台语，就是先讲咱讲诶，有诶人讲诶啥物自然语啦吼，即种男做伙讲迄种剧就较可能较袂，但是足奇怪就是，偏偏你就是专华语剧诶时阵，若这歹人出来一定爱讲台湾国语，还是讲会讲台语安尼，啊，就是爱做唱声，爱种感觉安尼吼，啊，拢是我罗马啦，还是讲较基层遐人，啊，就是爱用台语来显示讲伊的雄了对啊吼，就变做讲台语的刻板印象，就是起来运用了对啊，感觉讲哦，伊只要一句话出来，就我都讲啊，甲即个角色的即个特色安尼演出来，安尼变做讲好啦。你感觉讲真好用啊？比如讲编剧的人会感觉安尼演就好用，因为会足紧就好即个民众就知影，迄个观众知影讲，咱即马歹人要出场啊，啪，歹人出场。但是你大概着安尼用的时阵，你会感觉讲，这台语是歹人的语言啦。感觉呢？敢是安尼？佫有一个人，对啊，就是讲安尼足奇怪吧？系啊。我感觉你讲到一个重点呢，就是对迄个咧做戏出的人，伊若对这较无意识，伊就感觉好用尔，伊重点就是这好用。伊毋是大家咧做戏剧的人拢会去思考讲，是安怎？大家较定看到是迄个罗马的角色咧讲台语，伊无去深入思考啦，伊就是已经惯势啊，伊就是接受，就是这都世上的代志啊，毋过这世上的代志是安怎来？伊可能是一种无正义的现象，毋过有的人毋知。有的人毋知，所以咱希望就是讲，互大家知，互大家知影了后，看敢要继续安尼用。我小心点着。好啊，这就是变做讲，我毋敢讲，大家编剧拢是挑工的，变做讲，应该毋是，只是讲即种印象变做是，真做是一个因自然，自然无势力的安尼想，安尼好，阮较善良的安尼想啦吼，毋是讲，咱莫讲，逐个人拢是刁工啊吼。你若讲几十年前，这有可能，吼，咱若讲咱较近的这戏剧吼，我是较无爱安尼想，因为比如讲，因为这是其实是几来十年以来，这整个的政策、整个的环境吼，造成的这个结果安尼啊。我个人是感觉是安尼，对啊。佫有一种状况就是讲，你敢会感觉讲有的人就是挑工摕即种台语内底较粗的即个语言，来做伊的内容、伊的创作。有对不对吼？是毋是？就是我讲的迄个标题讲的粗俗的台语、粗鲁的台语，是毋是较受欢迎？你感觉讲敢有即种现象？我感觉有，而且我大概有。其实我有小可想过，就是安怎会变做安尼啦我较想到的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即摆少年辈伊
完全毋捌听过文雅的台语，嘛无一定爱讲文雅，伊完全毋捌听过有礼貌的台语生做啥物款。伊知影的台语就敢若有迄粗鲁的，所以伊听着粗鲁的时阵，才会感觉迄是台语。而且有的人就是已经，这号做已经惯势讲，就是看着台语就想着伊粗鲁啊。任何的代志只要加上台语，就会变做足粗鲁、足好笑。有的人就已经惯势安尼想啊，所以确实这种方式，我讲较白吼，就是咱单火子嘛，毋单火子，现古嘛是，就是咱迄个拢是迄个做甲大粒官、细粒官咧做一寡迄个足有深度的台语内容啊，敢有人咧看，啊无遐侪人要看。大部分的人较爱看的是啥？较爱看的就是粗鲁的，对啊，所以伊迄个做出来了后，伊确实会得到流量，还是对是。只要讲叫伊讲做台语的内容，也是讲演戏也好，配音也好，也是讲着台语我甲你讲吼，安那，就迄种开口就爱先走出来吼，啊开口先出来无要紧佫无要紧，但是词就讲靠背类似这种。小可较挖边、较无好的意思的这种艺术就走出来，若搁较含的，就是开始就是讲出干辣椒就走出来了，就是讲敢若无一个，咱讲华语讲光谱很极端，好像说只要你是原底你是华语的内容的人，你只要捧这个台语出来的时阵，就是一定是较粗鲁的迄面先啦。为何？就是你嘿啊，是安那会安尼，对不对？对啊，我家己知影是安怎，就是因为咱文雅的台语，也是讲较有知识的台语，的算是较失传，传落来迄个大家较会晓讲的，的拢是较粗鲁的，出干辣椒的较济。是安怎会安尼咧？去读台湾书，对，是咱。你只敢会当讲甲遐深，应该是会使啊，我感觉会使，因为我感觉咱两个拢真好笑，感觉咧。拢真好笑，什么意思？讲话，我讲趣味，咱拢是趣味人。无，咱是拢趣味人，咱拢趣味人啦吼。咱就算我感觉讲，阮伙计已经做到有法度讲真深的议题讲起来嘛袂互人感觉讲压力足大安尼啦吼。我要煞咧讲，就是讲，我感觉吼，我毋知你有这种感觉无？就是我感觉学台文啊，会加减互人。较认捌台湾的历史，还是讲所谓台湾文化这部分。你敢有安尼？毋是刁工的就是讲你学这个语言的时阵，自然你就会吸收，还是讲接触到这种物件，你感觉会敢是安尼？我家己的经验是，首先我先讲就是。我个人的感想啦，迄个互大家参考尔，无强迫大家，就是迄个我感觉，强迫大家出道啦，也安尼无毋对，但是其实有啦，有咧强迫大家出道，你无要讲这，来回归正传来，讲对，就是迄个我感觉吼，你若要用台语来思考，你若要甲台语要安怎讲？你若要用台语思考，而且你要甲你思考的物件记录起来的时阵，你定着爱会晓台文，无你就干那会当用别的语言甲记录起来，你就会变做用别的语言来思考。你若是要爱徛伫这做啥？你若是要徛伫这个讲台语的族群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阵，你就可能需要用台语来思考，才有法度，因为。那准讲，这阿华西讲的啦，阿华西有讲过，我感觉做有道理的，就是讲迄个文化那是鱼，语言就是水。你这个鱼无伫水内底是袂活的，所以你若是要讲台湾文化，台语，咱讲，我毋知影你敢会用河洛人这个词阮兜拢讲河洛人，我就对你讲，你若是要讲河洛人的文化的物件。你就定着爱用河洛话嘛，就是咱讲的台语。你若是要用华文来记录河洛人的文化，这是足怪奇的代志。你若要用华文记录客人的文化，嘛是足怪奇的代志。你要记录客人的文化的时阵，定着爱用客话。所以这就是我讲台文
一个足必要的所在。对，讲得真好吼。我那个补充一句，就是咱咧学台湾的人啊，有当时拢会看到这个 YouTube 顶头这个闽视较早的一个节目，或者这个讲台语当着时嘛吼。啊，咱迄个初期的时阵咧，主持人是这个林嘉怡董事长，董事长我咧讲啥？林家怡迄个像，伊是执行长，就是伊个什么台湾母语联盟，啊，这无重要，反正就是林家怡老师吼，伊拢会讲一句嘛，伊拢开场所以讲语言是文化的底底嘛吼，文化是建国的根基嘛吼，就是语言是文化的底底啊吼，啊文化是建国的妈咪，啊就是我袂讲好啦，第一句重点是第一句，就是讲咱咧学，其实这个语言的观念足思想的，比如讲。咱自细汉就是会去学着英语嘛吼，因为伊是藏伫咱的课程内底嘛。啊，你学英语的时阵，你敢有可能讲袂捌着美国还是英国的文化，欧美国家的文化你袂捌着，敢袂？一定会嘛。啊，你谁啊会感觉讲，咱台湾文化毋是用台湾的本土语言来写，还是讲来记录，还是讲？你去学这个语言了后，你可以为这个语言来去学咱台湾的文化就是藏伫遮的物件。我毋是干那讲哦，因为我是讲台语，毋是干那讲台语尔。原住民的文化嘛是共款会当为语言内底找着，会当去为语言内底去了解，为族语去了解。啊，客家人嘛是共款吼，讲伊讲合法的时阵，哦，你会当为伊的。语言内底去找着，哦，因属于因族群的文化嘛，这是我感觉是介思想。然后话个讲倒来，咱这句，咱这个标题就是讲，你无可能伫台语内底干那找着歹人的文化，敢是安尼？你干那会当为台语内底干那会当找着这尔？敢是安尼？毋是嘛？我讲一个较无礼貌的。对啊。有的人，恁阿公阿嬷吼，可能是干那会晓讲台语的，请问。你的阿公阿嬷敢是咧做罗麻的？可能毋是啊。你阿嬷嘛袂一工甲毋出干辣椒啊，是毋是安尼？对啊，对啊，你可能有的阿嬷会啦，会啦，毋是所有的阿公阿嬷拢会安尼。比如讲你搞怪的时阵吼，小可甲你使两句啊，对啊。你干嘛袂甲遐尔啊歹啦？对啦，迄是孙呢。毋过我听人讲，有的阿嬷吼，有的时段吼，因咧骂囡仔的时阵吼，颠倒是囡仔学一寡俗言语的上好的时阵哦，因为因为有当时在咧骂囡仔的时阵，会讲到一寡较趣味的俗言语，我捌听过有人安尼讲，我感觉真趣味的，比如讲啊，这个什么毋正囡仔吼，比如什么哦，你看啊，这个囡仔人什么尻川三斗火，还是讲类似这种物件会出现伫骂囡仔的这个情景内底哦，对，我感觉真趣味。咱搁刷后一趴。就我感觉这题嘛真好耍，就是讲华语内化的这个台语的变义词，有变义词有个一寡，我想要讲这，就是这是台语的这个较活较歹听，我毋是讲一定是垃圾话哦，就是较活歹听的这部分，这个粗鲁的意思，这粗鲁的部分，我感觉这个词太过好用甲讲。华语内底粗鲁词用无够的时阵，会摕咱的台语的粗鲁词来咧用。我感觉是安尼，变做讲，伊会感觉讲台语的这个歹听话是华语的最高级。安尼形容有迄个吼 ，OK 哦。我捌听过一个讲法呢，我做想要甲大家分享。我捌听过一个讲法，就是有时啊，咱若要表达一寡较激烈的感情的时阵。有好有歹的，就比如讲你爱一个人爱甲足深的时阵，还是讲你要甲一个人迄个吵甲要互伊死的时阵，要用这种要表达这种用力的情绪的时阵，咱的母语会走出来，会对咱是迄个伫情感顶面有迄个连结的，所以才会讲你头拄仔讲有的人就是要骂人的时阵，都一定爱骂台语才有迄个感觉。我感觉这其实是有理的，有伊的理咯。有一寡人是安尼。对不对？有一寡人啊是安怎？咱要讲迄个较好的，还是较迄个较深的这种爱的啊，这种的感觉的时阵，是安怎讲袂出来啊？我感觉个人感觉是因为真正迄个有一寡政策无稳准，咱去学遮的较好听、较好的部。有的人讲，
那台语若讲，比如讲谈情说爱，用台语来讲，有人会笑，有人无法度想象，有人做袂对到，，伊会感觉足好笑。对。比如讲哦，对我就爱你的呢，啊，人听了这就开始笑，我毋知是咧笑啥。而且我感觉会笑，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伊台语听度伤歹，所以伊讲出来就像囡仔人咧讲话，就无迄种嘿，真情诶，迄对种，比如讲我听你入心，即就甲我足爱你，迄听度就有差。对啦嘿，对，对啊，对啊，对啊，嗯，因就会感觉讲会甲这起来考试。啊，但是实际上我感觉你讲的这真有道理呢，就是伊其实伊袂晓搁较深的形容词啊，伊干那迄几句啊，所以讲伊听起来就对啊，会感觉就迄落的，嘿啊，伊想象袂出来，对，伊完全无法度想象。嘿我迄时阵我捌思考过吼，歹势吼，我毋是要扯干辣椒吼，我就是讲干即字啊吼，到底伊是，阮知影伊是为台语来的嘛吼，啊，伊敢会当讲算已经变做是咱台湾华语的一个叫做台语的外来词，我感觉有算呢，敢会当算安尼？我个人会判断的一个标准，就是有的人伊就是你若要爱伊讲台语，伊是完全讲袂出来。啊，毋过伊敢会用间接词会哦，这就算已经是华语啊。阿公阿嬷，我感觉有当时阿公阿嬷这两个新形容词，啊，毋是这两个名词，歹势，这两个名词敢若嘛是有这种状况吼。虽然我感觉即摆迄个囡仔人做侪拢讲爷爷奶奶，无咧讲阿公阿嬷，啊，毋过对，我感觉有，比如讲，咱新闻的标题伊会讲，好比讲台北阿公，有没有？啊，比如台北有一个阿公怎么样？他会写阿公嘛，吼，啊，阿嬷是当然拢会写毋对啦吼，啊，但是我会感觉伫这媒体吼，会摕这个词来用，会变做讲，敢若咧写华语迄种感觉咧写，写华文迄种感觉咧写安尼啦。系啊，啊，搁有咱上集听到，比如讲靠北，靠北，你看伫网络顶几啊年前开始，流行什么靠北叉叉，靠北叉叉有无？哦，比如讲靠北医师啊，靠北护士啊，什么靠北警察啊，靠北消防，什么靠北军人这种有无？我咧想讲，敢即马凡世敢有可能有一寡少年人，伊毋知影讲靠北其实是台语。敢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对啊，我咧惊，对呢，我想讲，他们会不会觉得靠北其实是台湾华语的典型？哦，有可能，对啊，啊，延伸啦，比如讲靠北、靠腰，靠腰他们会写那个靠近的靠，啊个克里的腰啦，嘿，靠腰。还有就是哦，还会再延伸哦，华语家己内化了个延伸，比如讲靠爸。其实伊毋是要讲靠爸哦，伊是要讲靠爸爸的人嘛，对不对？啊，挖克老爸，嘿，挖克老爸的人也用靠爸这个词，这嘛是台湾华语也算家己的用法啦吼。应该北京迄边的普通话应该无这个用词，靠爸族，敢若是台湾发明的款哦，敢若是啊。啊，若讲啊，因有当时因咧情绪咧骂的时候，因嘛讲，哦，我真的觉得很毒烂呢。伊是毋是感觉讲杜烂，伊毋知敢会知影讲这是台语？你看拢是应该做这人毋知。系啊，你看拢是这个较负面的词，变做真做因华语的外来语，对不对？对啊，互因淘汰去。系啊，个人啊，搁一个上经典的机车原底是安怎来？大家拢知嘛？机车原底是咧讲击败嘛，对不对？啊，就变做讲机，伊甲伊雅化的华文就甲伊雅化，变做机车。啊，机车搁有人会感觉伊最高级，佮讲哦，你这个人毋拿机车，你个做火车，我讲你有捌听过无？这我无听过，这我无听过。我的环境内底有人来讲，你这个人毋拿机车，你是火车，意思就是讲伊机车的最高级的这样。其中你看，伊有法度内化，啊，甲雅化、雅化，伊搁甲伊变化。我捌听讲安尼，听讲安尼啊。这种讲话讲哦，啊，恁华语真正是食阮台语搞。啊，你嘛是做直接，啊，搁一个就是，咱看这个迄个合作上漫画，咱是毋是足常听了一句义气是啥小啊？不，意义是啥小？恁辈子知道义气啦嘛吼。这个啥小是毋是足常人咧用？
就一个写一个山，然后小啊，嘛是因用了就关系，变成好像一般华语袂晓台语的人，可能嘛拢加减有接触到这个语词啊。对啊，系啊，别啦，你着啉啦，咱无可能一定是拢咧介绍这，咱今仔日内容较有可能敢若讲这呢，一定是无可能的。你放心，你到后壁你就知影。你得放心，你得放心，好不好？你今仔日你先改起来名忙，你得你免啉奶哦，你得放心哈。好啊，敢无人会当甲阮想讲，敢有啥物较正面的？除了阿公阿嬷以外，较正面的词啊，会入去华语的，敢有？小怕麦哦，敢有？讲要较正面的，其实我想无，啊，毋过我感觉有真济是生活中的一寡词啊，可能台语较正确，啊，华语较无遐正确的。哦，对，比如讲台语咧讲拍迄个动作都足济，就分甲足幼。虽然我较袂晓分，因为我无咧讲拍，啊，比如讲啥讲，我会晓分啊，我定讲拍，嘿，啊不是。我未讲，你是有练武功的，所以你有啦。对，我定甲人学拍。讲啥物？讲迄个木类哦，啊小类，啊讲啥物站类，就是折类啊，啊呆类啊，都是种。佮有讲啊烤类啊，烤巴拉迄个烤，这种就是有些。我想着烤，听到哦，这字常听，比如讲咱较早咧电动机啊咧拍迄大型电玩哦。比如讲，要烤杂交，无你要烤一个阿多肯，免哪烤，就是要洗半年嘛吼，半年啊，饲一下 A 颗阿多肯吼，伊就造出来，用烤诶，杂交爱用烤诶。即摆要是做这人来讲啊，烤迄个大招出来，对啊，就是这来。哦，安尼有小可正面诶，嘛毋讲正面，这算是一个，嘛无讲正面啦，就是一般诶艺术啊，歹听，嘛无歹听，对，都较正确嘿。个啥物？迄个有的人会讲迄个物件，迄个车道。我知影有的人会讲车道。哈？真诶哦？有人会讲车道？对啊，车道。听讲是迄个中部较有咧讲车道，这我毋知，我确实是中部的朋友。我南部我冇听过。对。啊，因就会讲迄个。你若讲迄个因讲华语的时阵，我听因讲哦，我听我中部的朋友是讲，因讲华语的时阵，讲你若讲打翻无迄个感觉，一定爱讲车道才有迄个感觉。哦，好，安尼这嘛是正面的一个这个例。哦，你着恁莫讲我华语买以为叫车道，掐人家那个掐车道。讲定啊。我想到有一个词，敢若是台湾逆输出到大陆去，去中国去哦，吐槽。伊嘛会讲吐槽对不对？其实这是台语啊，但是逆输出去因遐啊，因变成讲，因的嘿，他又把它写成那个在吐东西，然后那个草就是一个口，一个靠啊，一个那个折车的折嘛，吐伫迄折内底。好啦吼，咱已经登做正面啦，好来换后一个啊，无你来讲，我咱讲负面哦，好来，好咱换一个话就是讲，咱来讲着台语歌这边吼，就是典型的台语歌，敢若只能悲情苦楚嘛。啊，我当然我毋是讲悲情苦楚的台语歌就是错，毋是，但是有的人会感觉讲台语歌就是长那个样子，好，就是要很可怜，要不然就是要很搞笑。就是比如讲爱讲一寡笑亏迄种的，是毋是敢若即种台语吼，也是讲，尤其是悲情苦楚，我会感觉讲，伊会感觉讲悲情苦楚好像变作是一种台语歌，就是爱写成安尼，嘿，啊，就较早的台语歌就是一定爱安尼，啊，就是爱写安尼，啊，就是讲。一定要有一种日本演歌的感觉吼，就安尼唱。我感觉对因来讲，这也是一种粗俗。我毋是讲咱台语人家是认为哦，我是讲我的看法，我会感觉有一寡较以迄个华语做本位的人，伊会感觉讲啊，你们台语都那个样子。对伊来讲，这是一种粗俗哦，这是一种丑陋哦。
对对对？这一种对袂着时代的这对个印象。对，伊会感觉讲那种较假杂，但是其实这只是台语歌的一种样相尔，伊毋是规个台语歌拢是生做安尼，对啊。对啊，而且就算生做安尼嘛，毋是歹啊，伊就是一种风格尔嘛，就是因会感觉讲就是安尼，就是较粗较无好。我捌感受过某一寡人会有即种想法啦，对啊。而且因起来咧唱的时阵，就是调高伊安尼，无调高伊安尼，就是爱有一个开口，就是其实因毋是咧学模仿哦，因是算讲半口说迄种感觉，我毋知要怎形容，感觉火鸡你敢知我咧讲啥？我感觉即种物件吼，有时用正确的文字较歹表达，毋过有时你看伊迄态度，你就看会出来。对啊。因为这有当时要怎讲诶，有当是讲，咱当然咱唱即种歌诶时阵，咱带迄种开口是好诶，无毋对。但是有诶人是超过伊甲即个开口，佮互伊较合，而且唱诶，佮会唱较笑出来。就我就感觉讲，我会感觉这毋是咧杀即条歌，还是讲咧介绍即条歌诶好，是咧口说台语诶歹，咧口说台语诶错。我会写即个题目，就是我要讨论即个部分。我毋是讲咱家己会安尼认为，毋是，就是有一寡人啊，某一寡人会安尼，对啊。啊，连讲印象内底台语歌，就是我问天海波浪，可能佮有伤心酒店即种诶，对啊。系啊，啊无欢喜就好，其实嘛是一种，伊是足欢喜毋对，但是伊内底会输较笑亏。啊，有诶人就会唱甲笑甲安尼做迄落。啊，但是我是感觉，若讲莫伤过调工，我感觉会当接受，因为即条歌本来就是伊就是调工，就是爱有即种迄落较快乐的这气氛嘛，我感觉这是 OK。但是有一寡即种，比如讲侮辱啦，还是什么爱情骗子，我问你即种的吼，互人起来做，互人怀疑讲拿来当梗，还是讲当迷因的时阵，就会小可会甲台语歌的即种水的所在，大家砍掉的，就袂互你，袂互人感觉讲哦，这是。其实就是正常，台语歌就是伊有伊的风格，属于伊的风格安尼。对啊，就是台语歌其实毋哪有大家想的，毋哪是有大家较印象中的迄种悲情苦楚的迄种的。其实咱会当去找看卖，找迄个林强的向前行，伊都是一个作，对啊。这嘛已经流行20-30年安尼，对啊，向前行嘛是足侪华语歌手，若讲伊要练啦练台语歌嘛是拢会摕即条歌出来。但是但是我又搁要说转来，就是讲，因会调工经即个歌来唱，就是代表讲，有诶人啦，我毋是讲逐个，伊会感觉讲迄种悲情苦楚迄种物件较无好。我会感觉讲有诶人会安尼想。就是变成讲，你敢若唱过调工，就唱迄种歌做调工，就我跟林强的歌，向前行来唱比较帅，就是讲有迄种。所以你这艺术是拔调无帅安尼？对。了解。这是我可能有点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啦我毋是讲逐个，有一寡人，我会感觉是安尼，也讲不要唱那种那种台语歌有点。你知道对，就一直哇，你模仿因迄个态度模仿较真好诶。我跟你讲，有的人你听伊唱林强，你来听伊唱向前行，你会免想欢喜。有当时伊私底下伊就是安尼，就是伊会安尼，就是我不要这种类型，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安尼啦。好，那个麦克讲这得罪人家的，我们来讲一些，但你着什么？你着啉来，你着放心咧期待就是咱遮较文雅的部分。但是你就是讲咱文雅，我无法度起来口说啊。你错，我嘛是文雅，我嘛是爱口说两句，我较会欢喜。好啦，卖啦。咱讲台湾人对文雅台语的想象有哪一些呢？
这布袋戏、歌仔戏及传统戏曲，传统是啥小？我好厉害哦！人家是把传统念成传统，我念成传统我是不是可以这个我点得变，我是台语逆输出哦，来欢迎华语的大家来念传统，好，传统戏曲哦。回答你讲，袂歹的，这个梗不错。袂歹，这有好笑，这是迄个较有一把台语文的人才会笑出来。传统内梗，袂歹啦吼，那你今仔日以后很过的台就是传统哈，咱传统它戏曲状况，状况。这个好啊！袂歹呢，袂歹呢，逆输出。OK， 袂歹，吼，咱讲啊，文言文用台语念就是文啊，干嘛呢？你安怎讲？有的人是毋是安尼感觉？就是讲我有听过这个。你讲那个迄布袋啊，比如讲黄俊雄，迄个台语讲了偌水，你讲迄，咱莫定定拢扯干辣椒。我甲你讲，你要听迄台语的水吼。你就是来去看布袋戏，还是歌仔戏，迄个台语就是水，无唔对啦。但是我会感觉讲，是不是有一点狭隘？难道一定要和汉文有关系？咱讲文言文的部分，文言的部分较济，就是较雅，敢是安尼？你讲到这互我想到两个想法，我。先讲头一个，就是搁要来叫你想想别的语言，你想想看卖，就是迄个，比如讲英语的人啊，因当然英语会当错干辣椒，毋过因若是要讲较好听的英语的时阵，因应该嘛是会讲一寡白话听有的好听的英语，比如讲谈恋爱的时阵，你可能袂撒迄个 Shakespeare 的迄个剧本的迄种的句出来，对。好精确，好精确。听起来有够奇怪，对，所以就变做是台语应该嘛是安尼，就是我感觉台语有一个真特别的状况吼，一个真特别的状况，就是对有的人来讲，伊知影的台语就是足极端的，就是敢若足粗的，甲足文言的，文言也无一定就是伊毋知影白话雅要安怎讲。这代表迄个台语真正有一寡部分是咧失传无毋对，所以就会安尼，所以就是你要文雅，嘛是会当白话，毋过对大部分的人，包括我来讲吼，要用台语讲白话文雅的物件是真正有够困难的。对啊，这互我想到，我毋知影伊原底的作者是啥物人啦吼。我来甲伊写一个，我来甲伊谱一个，就是这我常想到，所以讲我爱找一个。就是你毋知影讲，恁敢毋知捌听过这个无？但是我临时抱佛脚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讲。我卡多较想到，我临时抱佛脚一下，稍等我一下。请紧，我尽量快。你临时抱佛脚，我临时给食瓜，食零食。好哦。硬要接话。临时。无零食，我爱啉水。连讲其实毋知影啥物好做白话啊文言的文啊，你着照常讲，你敢白话的话，大家拢敢你讲话文言。我想看卖。当然，大家人对文言甲白话迄个标准嘛无共，就是有诶你讲甲嘛无大文言，毋过对有诶人来讲，都已经做文言啦。我感觉即个状况伫华语内底可能嘛有。比如讲有诶人对一寡较正确的名词我拢讲名词，但是对较正确的名词，还是较专业的名词，拢无了解的时阵，你其实是用较白话，毋过较正确的词咧甲伊沟通的时阵，伊就会讲你咧讲啥物文言，
毋过其实已经做白话啊，所以我感觉白话甲文言嘛，毋是一个一刀切的物件，可能嘛是有一个光谱伫遐。对，对啊，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啊！对，我头拄仔讲，我有一个两个想法，我搁来分享另外一个是迄个，对，我趁这个机会讲者，就是我有想到的是，有个人吼，我感觉可能是因为进前迄个国语政策的时阵，就有压到这个讲台语的族群的自信，就是你想看觅一天到晚有人一定有人甲你讲，迄个台语是一个足粗鲁、无文化的、无水准的语言，你着加减拢会自卑。爱自卑就会安怎？有个人就会想要挖靠这个台语甲汉文作有连结这种的想法来互伊，其实是感觉自卑的一个语言变做有水准，毋过其实我感觉会安尼想，其实是有一个自卑的心态伫后壁。我个人想法，对。OK， 找到啊！我想讲我找着。等下爱请这个阮这个伙计吼，这个来发挥一下伊的台语，毋是这英语的这个能力吼。互我等者。对，互你等者。但是我毋知影伊这个源头是为佗来的吼，这咱会当讨论一下因为我想讲先讲一下内容，因为我感觉这内容真趣味。来哦，我来当来放。好，咱看了这个第四啊吼，这是你捌听过这句嘛吼？这个物件对不对？好来，阮先念了较来讲，我要讲啥？就是来，我这里请你帮我念，甲我倒念一下英语的部分。好，我念认真的吼。对啊，无你要念啊啦。迄个感情，感情啊，下落好。会改掉？没有，这想讲吼，甲这甲灰色咧讲啦来。哎呦，好啦 ，I love I 进入迄个状况。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sun, moon, and you.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对。下骹这句吼，这是有。毋知是作者上面人，我毋知。我连这个英语的底诗是啥物人做，我嘛毋知。我要讲的是下骹这句是甲写做文言文嘛吼。这毋知作者是啥吼，伊甲伊写做伊讲浮世三千，无碍有三日月与卿，日为朝，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安尼嘛吼。来哦，咱其实嘛当用台语来念，对不对？浮世三千，我爱有三日。月以卿，日为朝，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对不对？有个人讲哦，真水呢。你讲你用迄台语念这文有够水的啊！但是，后壁，这我毋知影作者是啥，我会记得，敢若我印象中敢若是安慰人老师教授，敢若是啊，我无确定。但是，一般人对台语的文案的有一寡人对台语文案的想象，可能就到遮尔，就是你甲写做文言，甲个文言，你用台语念出来足水，好来，无法度想象到遮。人讲世间，阮爱三项：爱日头，爱月娘，佮爱你。爱日头天光时，爱月娘暗头时，爱你。毋是。根本是不关系。对，我会记得是不关系。爱你是不关系，爱你是不关系。你真水噶，我真足介意这个版本。够厉害！爱你是不关系。对，我会记得版本，我可能找唔到。因为我找迄部分，你刚刚讲起来，我佮想到，伊会讲爱你是不关系。我讲然诶，我这就是咱讲白话嘛，当写了水就是安尼啦。这到底是啥写我唔知啦吼。我印象敢若是安慰人，敢若是啦，我袂记啊，反正就是。翻译就是安尼啦，就是讲，你讲伊甲写做白话，敢无水，敢无雅。我讲，我个人的感觉，系啊，上尾这个版本我较有感觉。对，
对，尤其是最后一句不关系，这我感觉有够水的，而且不关系其实是咱足思想的语言，但是伊放伫遮的时阵，你会感觉啊，然后迄个感觉够好诶，对。思想啊，你真正有咧用的，对你来讲，迄距离较近，这真正会有迄个感动的感觉。对，我感觉文言离咱较远，较亲像咧古早人咧谈恋爱种较无遐尔啊。要安怎讲？直接的迄种感动哦。所以我现在爱找这出来，就是我特别讲这。真正。头前你会当改讲中，伊是文案的一种状态，一种样相。我感觉这会当，我会当接受，我感觉这 OK 啦，这 OK。因为较看无嘛，有的人较看无文言，会感觉看无的物件，有人会感觉水。我感觉这是无问题。而且属实伊的用词嘛是水嘛，因为条条无。我要讲，我讲迄英语其实无偌水。哦，原来是安尼对不对？我讲迄普通呢，直白啦，比较直白。对啊，其实作弊哦，其实作弊哦。反正伊是这个小学生下来，咱唔知影尔，国校啊下来，唔知啦。我歹势，我是惊讲等下真正咱这大文豪下来，咱去讲甲咧。哦，我唔知影作者是啥啦，我是打就这个文字本身吼来看咧啦吼。所以咱个留一摆吼，世间阮爱三项，爱日头。爱月娘，佮爱你；爱日头天光时，爱月娘暗头时，爱你是不关系。对，安尼感觉，这就是你唔免写甲安尼人看无，你安尼写甲逐句咱都看有，嘛是足水，对不对？啊，对，我就是要讲这个部分，我常常想到啊，临时抱佛脚者，好咯。伙计对这个汉文还是文言文部分，感觉有想讲要讲啥？这个我较青分的，因为对我来讲，还是我较无咧研究的所在。因为我文言物件我真较无咧读，比如讲迄个，有足侪人拢会讲啥物想到，知影讲阿慧咧做一寡甲台语相关的内容，因都随想着讲，哦，你咧做较水的台语，你是毋是拢会看报地迄寡？拢无。对，我嘛要讲补充这，因为我咧学台文的时阵，我遐个报地戏的朋友，也是先辈也好，也是干辈也好，伊就讲，哦，你咧学汉学啊？我想，我是咧靠腰，我著中文著上歹，我事实讲，我感觉我家己的迄个汉学底无介深，只是因为定看布袋戏啊，会去接触到啊，小可了解呢。但是我伫学校，我无讲国文课的时阵，我无讲我介搞加较咬淡薄啊，安尼是无遐厉害啦，对，就是变安尼。就讲啊，你是学汉学啊？唔是蚵仔啦，汉学仔啦，吼，你汉蚵仔是一种假秘密啦，你会咱连讲咧卖迄个蚵底伊的扛棒就写汉蚵啊，袂歹啊，袂歹，大汉蚵仔好啊，大汉的蚵仔，袂歹咧，这是好啦，讲后一题，后一题就是可能较少人理解啊。就是讲，台湾人对文案的台语常常有一种是教会圣经台语，讲台语是神圣的语言吗？咱来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下处理，来做一下讨论。咱咧学台文的时候，咱会知影讲，咱的台语其实是为这个白话字来的。白话字是安怎来？白话字是为传教士来的，就是传教士因咧传教的时阵，要甲这个当地的迄个人民的语言甲伊写落来，甲伊记录落来，我先解说一下，汉蚵啊，就是咧学迄个中国的这个古册迄种啊，简单讲是安尼，就是学那些文言文咬文嚼字，就是学那些，嘿啦，经史子集那种啦，经书主集，迄种诶，后来倒来阮遮，就是伊教会就是，算讲咱台湾有一寡文化，早期的台语的文化，就是来照这个咱有白话字的存在，甲早期足侪咱用台语讲的遐个事，遐个物件。用白话字甲伊写起来，咱足侪即个文献，白话字的文献啊，记录着咱
记录着咱早期的这个台语人的生活的状况，台湾人啊生活的状况啊，就是讲早期会保留这个白话字上安怎讲上济的这个族群，就是教会迄个族群嘛。所以咱会知影讲因为佫有白话字的圣经，对毋对？白话字的圣经，会记录一寡即个圣经内底的用词啊，遮个读圣经的人，就自然会甲圣经内底的用词翻译了后的用词呢，可能会加减，就是会放伫即个伊生活当中咧讲我的理解应该是无毋对嘛伙计敢有捌接触过，就是会较接讲教会台语的人。其实无啊，毋过伫网络顶面有看过，有个人讲台语的影片，就是较有迄个教会的开口，还是小可听得出来。因为我真正的，虽然我迄个甲迄个圣经点都无熟的，啊，毋过真正我伫 YouTube 有看到，有迄个有教会甲因的迄个，迄叫做啥礼拜。应该是礼拜，台语的礼拜，台语的礼拜，对，都甲放出来。我就想讲，台语的这个部分我较无熟，我是不是应该来听看卖？啊，我随听就会感觉到，有的用词真正甲迄个无接触教会、无接触教会的人，迄个用词的一寡习惯，真正会无共，真正会无共。对啊，我印象有，我印象比如讲教圣经的台语，就比如讲。我打学台文的时阵，第一个感觉，敢有人咧讲，迄个词就叫做帮赞。因为我人讲帮忙啦、帮助啦，我咧学台文的时候，我较白话。嘿，对，佫有倒三讲。我意思是讲帮字辈的帮字辈的词，我拢是讲帮忙，还是讲帮助，还是讲帮。但是我后来学台文较知影讲帮是不对的嘛咱来讲斗安那，还是讲斗相共，还是讲替我安那，较是正确。台语袂当讲帮你帮我袂使。对，有的人会听到这会得会啦，会感觉讲啊，你们台文的都这样好啦，对不起，我就是这样，好吧？就是阮学到的就是安尼嘛，就是帮就是毋是伫台语的这个理路内底嘛。先互我讲一个袂安那啦就是会甲爱用斗安那，还是讲斗相共安那，还是讲用替啦就是我听帮赞，帮赞是啥物物件？含帮助敢有无共款？敢帮忙无共款？对毋对？这就是讲这个词讲后来我了解讲这敢若是圣经台语内底，圣经较会有用着因为咱学的这罗马字的这个体系内底，咱真侪拢教会的人嘛，所以咱看白话字的时阵，也是讲安那会定来看这个词啦。佫有一个我家己真爱用的物件，就是真水，因为我感觉这个词就好用的，我拢会称作真水，我感觉我就爱用，我感觉真水水的词咱来起来用嘛我感觉是袂歹啦。帮赞，多谢咱阿玲帮阮写出来啦叫做帮赞啦阿玲嘛是写白话字，所以讲这个词就是用白话来写是，我感觉是上拄好的啦帮赞佫一个叫真水啦真水来，伙计你真水你安怎用？就是讲咱真水一个，咱真水有咧讲台语的人，就是对这个母语加减有意识。我真水我会甲伊当作是讲变形，还是讲？变做安怎会来用？我毋知影，敢是我学着的时阵，甲大家无共，毋过我对即个词的认捌是有你讲的迄个意思，佫有我佫会用着，就是你华语讲你身为一个怎样的人，比如讲，对，我嘛安尼用，对，很过真做一个缘投漂泊的人，应该是有咧洗身躯，安尼。比如讲，咱真做一个台湾人，应该爱讲台语。等下，应该讲本土语嘅，爱讲本土语嘅，我调讲啊。等下，人就个得会那个你选股，你这个叫什么？闽南沙文主义不是我讲嘅，不是我等下连个加掉，我下直播了，我个加掉。而且就是不是啊？
你误会，我毋是讲这毋是台语，我意思是讲这可能就是为教会的人出来的一个事，嘿，我无去批评讲这个事好歹，因为我嘛起来用嘛，我代表讲我认同这个事是好用的嘛。吼，阮是咧讨论讲，伊有一寡事是为迄边出来，对。啊，有的人啦，比如讲，你捌听过人讲童工无？童工哦。童工，头拄仔才听到。嘿，等下咱放一个影片哦，大家来看一下，上面有做教会台语哦。童工我都毋捌用过，童工啊，伊写做华语叫童工，啊，佮有啥物三甲？三甲，嘿，吼，然后咱三甲来祈祷，吼，即个教典的例句就是安尼写讲吼，咱三甲来祈禱啦，吼，所以伊用即个例句个颠倒，就是讲哦，人知影讲这可能教会台语哦，就是。三甲啊！一般可能我伫现实的，我伫我生活的空间内底，敢若毋捌听过人讲三甲啊，对啦。你头拄仔咧记迄个例句的时阵，我随到一个讲就是三甲，就是应该伫教会做，应该会教会做咯。啊，佮有一个是较咱看有，但是敢若袂特别提出来讲，比如讲，伊讲效力、效力。效率，我感觉这伫华语内底嘛有相像的这种感觉，就是华语嘛是有一寡事你看到就会感觉，这可能是有伫教会开始出现，还是有咧教会人开始用的事。我相信华语嘛是有啦。有一个事我无啥敢确定，但是我感觉有可能是，应该是啦，就是讲济。咱会讲真济、足济，讲很多台湾人。都不会说台语，这台湾人即马拢袂晓讲台语。安尼讲，咱可能会较就讲，足侪台湾人即马拢袂晓讲台语啊。所以讲，我感觉这好，敢若嘛是教会台语的款哦，对啊。你感觉咧？听到？我嘛感觉较阿莲讲百面死，阿莲讲百面死，对啊，这啊吼。安尼我的感觉无毋对，真济。我刚才听到，有一种无伫教会会用到济的状况是，人说济为我来这较有，毋过济可头前就感觉有一个教会的感觉。教会味，教会开，教会开啦，对，教会开。啊，佮有就是我看到这有分，这我袂晓用，这个语感我袂晓用，有份，不是那个有份。有分呐，什么意思？你会个互我无细腻个想着外带有份呐，较有咧，有份。想讲那个若是讲毋对话，倒火烧，倒火烧，拢有份呐。有份，你讲人啉奶派咧，有份，毋是啦，是有份呐。有份啥物意思？我小可袂记啊。我只是因为我有做笔记，我有开。记起安尼，有阮是安那，阮是小可袂记。咱先来看一个影片，我感觉这个影片吼，这样听咧就爽快，就舒适啊！我一定爱介绍互大家。这个影片呢是一个金曲奖的这个得奖人，然后伊号做刘清志先生。刘清志先生伊是教会伊是做编曲的吼。咱的伟大的这个乌托阿咱宇土和大大有甲伊上这个字幕啦吼，咱来听看一下这个上字幕的这个版本吼，咱会当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这个教会台语吼是啥款。各位来宾，我是刘清志，也非常感谢文化部，也感谢。台湾流行音乐产业技术发展协会，也感谢因的推荐，也让我有机会，也有份参与伫这个特别贡献奖。对于这个奖，我个人认为有较深的意义，也就是对着流行音乐工作者的肯定。支持甲鼓励。其实，咱所听到的音乐甲歌曲，拢毋是一个人个人会当完成。
伊每一首歌曲也拢有作词者、作曲者、编曲者，甲各种无相关乐器的演奏者，也有专业的录音的工程师等等，也各人伫各人的技能上同心，各尽其职，互相效力的结果。效力来完成。今日我真荣幸，也会当代表这一群幕后的音乐工作者来领受这份的肯定甲鼓励，也非常欢喜，感谢。台湾的社会不断在进步，台湾的文化也一直在更新。咱毋望通过这个贡献奖的鼓励，来激励更加多少年辈爱好台湾的音乐的工作者，来以着台湾文化做基础，也来创作更加多有新台湾文化特色的台语味的台湾音乐甲歌曲，这是咱的期待。伫我个人，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太太，伫我这几十年的音乐工作中，一直来甲我同工支持我，真做我上界重要的帮衬者。帮衬，要我会当专心、尽心尽意伫我的工作，真心感谢。感谢各位来宾对着台湾流行音乐的支持甲肯定，也愿咱的音乐、咱的歌，永远伫咱的生活上、心灵上，成做上介好的陪伴，互相勉励。祝福大家，也感谢大家。再次的感谢刘清池老师，恭喜也谢谢西青。有感动无？你有感觉讲听咧，真正是吼，有感动的感觉吼。就是讲，我毋是讲吼，其实我要讲这你其实我要考试迄个圣经台语，毋是，是伊是一种吼，咱台湾人讲即个文雅的台语的一种样相。一种样啦，嘿，真正足水，嘿啦。伙计听了啥款？诶，伙计的声我还无听到，歹势，好，应该是去饲着，嘿，我头拄仔做欢喜，对个，嘿，我是迄个，互我想到的一个代志，是进前我伫大学去学迄个较入门的台语的时阵啊，阮有一个老师，伊想要互大家去感受咱台语的水的时阵，伊就讲，伊毋是基督徒，毋过伊就读迄个，因为伊家己迄个老师，伊家己嘛足介意迄个，迄做啥？迄做啥物？迄号做基督的迄个树，迄号做迄。我煞袂记迄号做啥，就是讲迄个福音嘛，还是啥物？就是有一段话啊，主祷文哦，敢是？主祷文，就讲伫天顶的爸，啊，愿你伫地灵，就亲像伫天灵，就是听起来有一个圣经，有一个教会的开口，啊，毋过就是伫这个老师咧读这段的时阵，就嘛互我感受到迄个水，就是虽然我嘛毋是基督徒，啊，毋过会当感受到这个台语会当讲甲安尼，就是伊会当有即款的模样，所以我嘛是感觉到，就像头拄仔迄个影片，互大家听的，迄个真正听了会足爽快的，听了会讲对，足感动，开只好，而且上使人感动的一个部分，就是伊是伫即个工具，会变怎讲？伊是伫一个足大的舞台，面对所有的遮侪人来讲台语。而且佮用遮水的开口来讲，我感觉这真感动啊！我歹势吼，我绝对毋是要甲人考试，只是讲，我讲出来啊，大家做一个讨论，就是伊其实伊领这个特别贡献奖的时阵，伊讲这段话头前是，
就是黄俊宏伊的前某迄个西坑，吼，伊有讲引言就对了啦，吼，有打结尾头伫头前，但是西坑是用全华语，而且是台语腔带足重的华语来介绍老清治先生，但是老清治先生徛起哩，自第一个字开始，就是安尼，足温柔啊，足文雅安尼甲介绍家己甲家己的想要讲的话讲出来。我感觉这个比对，歹势我毋是要考试西坑节，我嘛少爱听伊的歌，我嘛少爱看金光布袋戏的部分。我毋是要考试，只是讲，我感觉这是一个可能老辈的人吼，可能会有种观念，就是讲，咱去哩大舞台，就是爱讲华语。对不对？你看这老清治先生家己讲这篇的这个台语，我感觉真啊感动啊！迄想要听一个旋真啊，迄个目屎就为目眶安尼走出来，我真啊足感动的。我就搁看到迄个鱼兔啊，搁甲伊上这个字幕，我感觉真好啊！我所以讲，我是知影讲要讲这个，今日要讲这个题目的时阵，我就想讲爱甲这段介绍给大家，这是咱台湾人的文雅的台语的一种样，大家知影者。可能若无接触台文，还是讲无去接触教会的人，就较无法度感受到这种台语安尼。对。这是我这个讲到教会台语的部分，就是讲这部分安尼。搁有，但是呢，即马着这个考试的时阵哦。来，考试个德惠小要，即开始要讲一款德惠小的语言啦吼。来，阮知影讲教会台语吼，教会吼对即个台语文吼的贡献真大吼，嘛知影讲吼，咱伫教会场合内底咧讲台语是真世俗，就是长老教会迄个派系啦吼。但是呢，有的人会感觉讲台语就是足水，甚至讲台语是一种有的人会甲伊，佮个捧我较悬的，会讲，这台语是足神圣的，所以讲一寡较无好的事，咱就莫用一寡较歹听的话，咱就莫讲，就拢爱互这个台语，足水的足神圣的，因为这是上帝的语言哦。有的人会表达这种物件，因为我捌伫网络顶咧看人咧，比如讲咧讨论讲，这句有水无，有台语开无，还是讲这句安那拄安那，还是讲这段安尼翻译起来，是毋是有合这个台语的语录安尼？有的人就会补充讲，咱台语无遮粗的，啥物会安尼就讲，就是伫下骹留话安尼，我会感觉这敢若有点。这个光谱有点太偏了，因为咱是安那一定爱甲这个语言用甲呢，一束仔垃圾都无。有语言就是一定爱安尼，感觉呢，我感觉安尼个小可安尼个小可不对，对不对？所以这部分或是感觉拄过，还是讲你有啥物看法安尼？有啊，就是加减拢会听过有的人咧。讲到台语的话题时阵，就真正有的人的想法就是，当然我会当理解，就是因为台语嘛是长期当合做一个足歹的语言，毋过有的人就会想讲好，安尼咱台语就袂当讲着歹，但咱迄个台语拢爱讲文雅的，互大家知影伊足文雅。毋过，我感觉啦，就是一个正常的语言，正常的语言，伊一定是即个水的部分、文雅的部分嘛有。歹的部分、粗鲁的部分嘛爱有，欠那个啥，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你若是欠，你若是气角，你唔管是气倒一角，伊就是气角啊。就是你这个语言，你无迄个歹的部分，伊都唔是一个完整的完成。对，恁来讲，迄个语言会当存在选择权是在人。对啊，因为我真正你遮敢会当讲到别个创作者？可以吼。对，真正我有甲迄个做台语的讲笑会漫才的迄个团体 Made in 台湾。我有去听。对啊，
啊，因着讲做直接的哦，啊，毋过我因讲较做诚心的，就是讲因迄个讲出来的物件较粗鲁，是因为因是粗鲁的人。这当然一部分是咧讲笑，啊，毋过我讲安尼讲嘛对，就是无一定讲逐个人拢爱活甲作文甲还是安怎，无一定。其实迄拢是即个语言的一部分。啊，像我嘛是定咧讲一寡无正经的、无礼貌的，我嘛是会讲啊，我嘛是会讲啊，对。啊，毋过这都毋是因为台语的别人较粗鲁，毋是，是迄个台语会当有，就像你讲的，无共款的样，无共款的样。对。啊，粗鲁是其中一种。对。是的。因为你若讲咱吼，我知影作者，我毋是讲人，我是讲若家台语新性化的遐个人，伊毋是歹心，伊只是想讲。因为咱台语已经互打压足久啊嘛吼，所以伊要甲这物件拼倒来淡薄啊，就是讲拼意思就是讲啊，拢恁占呀，啊，咱即摆佮拼倒来淡薄，敢袂使？哦，咱加介绍讲台语水的所在，敢袂使？哦，我毋是讲袂使，只是讲安尼有当时若讲伤过超过的时阵，会互人感觉讲哦啊，你们学台文的人都是。哦，比较高级嘛，啊，我们比较低级，我们都讲这些不好听的话。哦，有人也可能有一寡人也感觉就是苦啊外的啦，吼，也感觉讲，啊，你们就是比较高级啊什么之类。其实因也感觉讲，台文啊是台语，也变做愈来愈参明有一寡距离。吼，我就是惊会安尼，我是惊安尼。嘿，有的人讲啊，你们台文的人，伊即摆我讲淡薄有种有一寡人会安尼看哦，伊会甲咱考做一个口号内底啊，会感觉讲，啊，你们玩你们的，啊，我们玩我们的，会变这样哦。我就是惊呢，因为我的理念是台文这个物件其实就思想的，是每一个人拢会当起来用来记录你嘴讲出来的台语安尼。好，我是讲台文的部分啊，我是因为我是台语台嘛，吼，阮这是公司台语台哈，我拢会讲安尼。我即阵仔发明的这个书，光等一下，我拍出来，我前一阵仔想到的一个最好笑的，等一下，我讲啊，台湾家就是来讲一寡迄个，不是，等一下，哦，怎么会那么难打？等一下。哦，公司台语台，我拍伫迄个，阮遮是公司台语台，就是你来阮遮，阮即个寺庙做公司，你有啥物带啥物，即个你摕即个啥物台语的语文来阮遮，就是甲你的语文带起来吼，就是咱会当甲伊解决来对啊，阮遮就是国际的公司台语台，连讲我来学台语的时候，我来开公司台语台。台起敢有算咧解决问题？我睇台起听起来是咧躲避问题。啊，为着要挖音嘛，无法度。我意思是要解决这个疑问。啊，咱先甲解决起来吼。咱讲，这有这咱迄个部队讲，有解决蛋散，就是甲这个人解决蛋散，就是解决了后，那个蛋散甲带起来。哦，咱这是公司台语台。好，好多问题，你嘛讲好多问题，我要参加。互你带起来。毋是啦。是甲伊的疑问解决了，大概不是甲伊个人大概先解决要解决问题，要先解决有问题的人，就没有问题了。你看讲到遐骗你啊，跟讲骗等来，骗啦。好来，那个换结尾的，咱讲吼，你讲台湾人对台语的文案有一寡想象，就是部分讲。咱甲台语歌，就是延续着咱较多讲的这个粗鲁的台语歌的部分，就是咱台语歌改华语化，我用华语这种华流思维制作的歌曲，就是比较好听吗？我唔知影伙计敢知影讲我要讲啥吼，就是有的人就是用一寡用华语的思维，也是讲用华语即马上流行的遐个风格啊，只是讲甲台语这个语言下入去内底安尼，就感觉讲古风哦，好，而且古风，还有嘛会讲这种华语流行的迄种感觉吼，就讲这个台语安尼，这华语台语歌就是爱安尼啦，安尼较水啦。你可能你应该即摆知影我要讲啥，这部分你有啥物想法？
你是会讲到名是安怎？嘛会使讲啦，啊嘛是会当毋免讲。其实我无要讲名啦，啊，毋过其实这都是点看会到啊。你若我讲的时阵，你头壳内底若出现啥物人的名，迄是恁兜的代志，迄是你的问题。嘿，就是我感觉吼，有的人写的台语歌，咱若是对台语的人物，还是对台语的要安怎讲，就是较会晓台语的人去听的时阵，可能小可会当感受到哦，伊即个台语歌应该是先写华语，才甲翻做台语的，因为有的伊迄个足基本的文法。足根基的迄个，足基本的文化，就是其实是华语的文化，就是你讲的这个华语的理路啦，思维嘛，思维我应该讲理路，用华语的理路先去写的，啊，伊只甲迄个词类词汇，甲伊个词类一个一个换做台语，啊，毋过迄几句话听起来就是花花，咱讲花花，花花的台语，对，啊，有的人的。毋过这嘛，搁互我想到一个，这个我都会讲到名，嘿，就是我有看到迄个竹桥老师，嘿，若桥老师，有一寡人我有看到有一寡人甲伊批评讲，伊写的物件都无台语开，啊，毋过其实我感觉迄是，我个人感觉伊写的物件是做有台语开的，啊，毋过有的人可能，对啊，有的人会感觉迄无台语开，可能是因为伊对台语开的想象就是较古早的。有一个啊，歹势我较歹心啊，我感觉有一寡性别歧视，啊，佮有一寡年龄的歧视，因为伊足少年，啊，佮是做嘅。这个我会当，我可以当佮看较别位，就是有的 VTuber 女性的 VTuber， 伊台语就明明做好，啊，就会看到观众家起嫌，我想讲，这真正是看得出来是有这个性别跟年龄的歧视咧运作，嘿，对。啊，这个歹势我插话者，这个观众人感觉讲咱伫咧导火烧啊，吼，你会当用这个火的这个。就是啊，这个 emoji 甲阮提醒一下，好看迄个火有外焰啊。就是啊，继续讲。火来啊，就紧走，啊，紧点点。系啦，啊对啊，就是我会感觉到，可能有的人较无法度想象台语较现代化，会是啥物款的？因为伊就会就是讲，伊捌看过，就是无台语开，啊，毋过我感觉毋是安尼，因为我看竹桥老师平常时播出来的内容，伊就是有真正是有认真去学台语，台语的词，伊分段就或者学台语嘛，对，真正是学，伊是甲一寡咱可能有个人毋知的词学出来，伊是真正读册，甲遐个词学出来，嘿，啊，甲遮个词摕来用，嘿，啊，毋过另外一种。有个人创作的方式，就是伊就用华语写了，才可以现书顶，啊，搁去改遐个书，迄一看就知。就是有一寡你足明显的，就是你看伊的歌词，啊，而且搁伊的曲风，我毋知要安怎讲台语，我来讲风格吼，这种歌的风格，伊会感觉讲就是用华语上流行的迄种风格，啊，搁有华语流行的迄种唱法嘛是一种。华流思维，我讲华流就是华语流行的思维，后来制作这个歌曲。比如讲，伊就甲台语歌的开口小可甲，莫讲小可，有的人给他抬足济，伊只是家语言换做台语尔。但是伊咧唱的时候，你就知影讲，伊是用华语的那种华语歌的思维咧唱，咧理路咧唱。因为伊会感觉讲，咱开口伤过重的时阵，人会感觉粗。我讲坦白就是安尼。伊认为一种水，嘿，伊认为安尼较是水，对。啊，甚至讲，甲这我上歹势，我若导火烧，你来个用一下 emoji 我看者，就是我感觉我上，你突然嘛是安那，就是家己伊会感觉讲，我们咬字不要这么精确，好啊，这新时代的台语就是这样，这个吼，我不能接受。还有前一阵仔，咱是不是吹顶头迄个歌之乱有无？浊音歌之乱。还有人告诉讲啊，我跟你讲，有歌就是古台语，现在现代的台语已经没有个歌恁。哇你咧，恁拢好你讲，拢我你讲，我讲啊，阮阿嬷已经无咧歌啊，我是你甲做落。这个物件毋是安尼讲，这毋是腔口差，嘛毋是讲较早有即摆无。对，我承认讲这个。语言的流台语的流失会造成这个导音无去，这无毋对。哦，迄个咱阿玲讲曲风会当讲
吸班啦，吸班多谢二点，吼，咱就讲一定是爱用迄个华语的即个吸班来做，吼，互即个歌呢，真做一个华语开足重的歌嘛，就。迄种台语歌本来嘛毋是讲本来就是讲伊的发展就是，咱的即个家己的部分爱正确，是因为咱定咱的台语是去互华语砍去，所以咱较会爱讲咱的台语的家己伊即个家己的方式爱先吹转来，咱是尊重即个语言嘛，毋是讲咱用咱华语的做主啊，即个台语算做人的细汉的。毋是这样呢，嘿，嘛毋是讲袂当用华语歌的吸班来做台语，我嘛毋是讲安尼哦，我嘛无讲安尼袂使啊，只是讲有的人会想象讲这就是较文啊、较雅啊，台语的开口伤重就较粗啊，我讲坦白就是安尼，因的想法就是安尼，就讲迄个古时代物件无要迄落 ，no， 这是我感觉这是一种风格无共款，而且你明明就是袂晓家己，袂晓台语的家己，你家当作是讲咱即摆新的物件就是安尼，这就是水我无法度啉奶，你莫叫我啉着啉奶，我是鲜果无法度啉奶，对。OK， 这听起来是以后家己一个理由去免做功课安尼。我有时候咧思考讲，若台语歌若讲中的传承，莫安尼去互整个的政策影响到，若讲伊正常咧流传，你感觉讲有可能台语歌会真做什么款的样？我第一个想到是啥物人，你知无？我第一个想到是百合花，就是西国姜仔花。我感觉因的风格就是有甲即个正港的古早的台语歌，佮比即个演歌的台语歌佮较头前的，就是迄种北管的迄种物件嘛吼。是，佮甲伊摕倒来即个流行音乐内底，甲伊放入去。我感觉反世若讲真正台语歌若正常发展，反世应该是西公姜仔花的即个风格嘛，是一种有可能就是一个咱台语歌的演变的。那正常，我是讲伊规个过程无去互当局去影响，正常发展。反正西公姜仔花的这种方式是一种台语歌有可能的影响。我个人听到西公姜仔花的迄个作品，拢会足感动。应该就是因为你所讲的安尼，就是我真正会感觉讲对，我感觉这个因是真正有深入去思考过啊，才会想到是甲迄个北管来甲这个现代的乐器融合做伙。变做即个模样，真正是，我完全同意你头拄所讲的。阿人讲吼，伊若一半一半讲家己是台语歌，佮摕台语歌的资源，我会无介欢喜。事实咯，我嘛我会感觉讲，你明明就是90%的华语思维，敢若做即个10%的功夫来用伫台10%的台语功夫尔，结果你得奖，还是讲你摕到补助啥货，我就会感觉无好啦吼。咱莫讲啊，伤过歹听，就是我感觉无好啦。因为甚至我会感觉是不是会当讨论着讲有没有文化挪用的问题。我今仔日是一个华语歌手，我是一个足成功的华语歌手，好来，还是讲我是一个原底就是较接讲华语的人吼，我。今仔日做台语我用华语的思维，我用华语的理路来做台语，我做成功啊！安尼我是毋是连工我会当我想着无我来做客语好啊！用共款我用华语的理路来做客语我无反正我佫无说你成功啊！我连工过来，我用共款华语的理路，我来做原住民语吼，我有16组也好，还是几啊组，我凊彩经一组，我来做族语歌，我就是直接甲华语。翻做族语，安尼佮用即个华语的曲去来做即个歌，安尼我无说你佮得奖啊，敢会变安尼？有可能会变安尼无？反正咧，安尼是毋是文化挪用？文化挪用变安做台语，我毋会变安讲台语，我毋知。阿莲讲的哦，阿莲讲了一个人名，话讲了一个人名，我毋是讲伊哦，应该讲这阿莲该讲的哦，不是我说的。跟我无关系，跟我无关系。其实我嘛毋是咧讲，好 ，OK， 回继续讲。我讲到倒位，咱讲到倒位。就是
就是文化挪用哦，文化挪用的问题哦。对啊，我当然讲，尤其啦，你若是去接别人的补助，你就是去占别人的资源哦。对啊，对讲我会感觉无舒适啦，我会感觉无舒适。我会感觉毋是敢若无舒适，我会感觉做袂爽。我对我系啊，因为迄物件是会当摕来帮助讲真正伫即地有咧做代志的人啊。伊反正伊无即个摕着补助的即个人遐有名，无摕着即个补助的人遐够做工课，伊反正无遐，伊拄仔出来呢，伊拄仔出道，可能需要即个物件来帮助伊成长。啊，结果即个补助拢用伫因的顶头，因为感觉，因为因较有写气话嘛吼，文化耍用，袂歹哦，多谢阿莹，不是阿莹。多谢阿玲，阿玲是我本身即马足硬的啦，毋是讲你硬啊吼。阿玲，讲甲这话题 ，OK， 好，感谢阿玲，好提供互阮即个是个文化挪用的台语，好，咱来个念一摆吼，文化耍用吼 ，OK， 好，多谢文化耍用嘛会使吼，啊，就是讲你安尼甲物件安尼耍过，互你家用，安尼变做讲啊遐真正需要的人。真正需要的人摕袂着，哇！咱这真正无好。社头一好，你好，阿曼。阿曼，系啊，是毋是安尼？系啊，我就感觉较无好啊，对，因为你较够写气话嘛，对啊，你较够写气话啊，当然嘛，互你摕着，啊，我袂晓写，我都摕袂着。我感觉文化耍用无一定是讲写气话甲迄个摕补助的问题，有时即个文化耍用是摕着大家注意力，嘿，注意力啦吼，哦对咧，注意力，你讲得对，比如讲，对啊，你一讲到毋就是大声咧话讲，还是你用足侪钱咧宣传讲啊，我是一个做台语歌的人，啊，结果你的台语歌其实主体是华语。即个时阵想要听台语歌的人，就一直看到你，因着伫网络顶面敲出搜寻的时阵，敢敲出到你，结果是真正认真咧做的人，煞这嘛是无机会互看到，真重要的一个问题啦，系一个问题对，因为你会变得讲，有的人是，咱会讲，时代对时势有一个活头族，就是伊会对时势讲华语啊。对家己同辈的，也是讲，对会晓讲台语的人，也会对伊讲台语嘛。啊，这状况家起来有某一寡台语歌手嘛是共款，伊上台唱台语歌，我直接安尼形容啊，伊上台穿一领台语衫，啊，挂一个台语小几壳，就讲家己是台语人。啊，落台了后拢无咧讲台语，就是伊敢若上台表演的时阵会甲台语即个水衫穿伫身躯，但是伊落台的时阵，伊就甲伊脱起来，伊就变做一个华语人。吼，咱即马真侪歌动的歌手，我相信拢安尼啦，就是讲，伊的创作好帅哦，唱台语歌台语歌，那个台语歌。伊会唱台语歌，讲哇！你这代表啥物？这代表韩国平常时迄个放上料是真正有咧讲台语，才安尼好看。我落台真正有咧讲台语哦，吼！阮今日有传统甲台语歌哦，所以这是正气，这真正正气啊！所以讲，伊就讲哇，我上台唱好帅吼，讲哇，这台湾文化哇好棒啊！你落台了，你甲你的 partner， 还是讲你甲恁厝邻人，拢嘛是去讲华语，还是讲外人，还是讲你的歌迷拢讲华语，安尼变做讲台语个当是你表演的工具尔，变做是一种表演的语言。那台语若真正真做纯的表演的语言，可能台语就死一半去啦，对啊，对啊，台语歌，是啊，这毋知是啥物药啊？对啊，好，咱继续咱搁换一个话题啦吼，等下这个话题应该讲了有够啊，咱大会部分若无甲人名刻出来，应该是袂大概大会啦吼，好，因为咱是开地图炮，OK， 咱是变迄个核子弹吼，来，是啦，其实吼，咱讲文啊，咱讲
台语的文啊，台语的粗俗，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我的重点其实是放伫遮，就是我想聊聊台语的正常化，就是咱台语一定爱足文，还是一定爱足粗，还是讲安那，咱敢袂当正常？啊，所谓的正常化是啥物款？啥物意思啦？吼，我记得是讲语言有各自擅长的特性吗？台语配音只能出现在特定的作品当中出现吗？意思是说，有的人讲啊，我跟你讲哦，那个不是华语，法语哦，就是来唱这个艺术歌曲，还是说意大利语就是要用来唱艺术歌曲的时候，就是要用他们那个语言唱起来比较高雅啦。啊，你们这个台语哦，啊，台语就是啊，你们就是那种什么这个乡土剧啦，还是戏说台湾呐，哦那种风格，还是说穿古装的比较适合台语哦。我今天在扮演一个华语人的角色你们那个台语配音那个台语配音配那个漫画配那个 anime 听起来好像那个好像花田一路已经几十年了，还在花田一路那个听起来这个台语配音听起来好像这个戏说台湾呢，你看那个这个听起来好像乡土剧那听起来很像布袋戏呢，这个是布袋戏的配音吧？花枝安怎看？安怎看哦？我要照迄个韩国的话，做袂爽的。对啊，你头拄仔记的咧，我做有感觉的呢，就是你讲迄个有的人会讲啥物意大利语，就是做文雅的，当做艺术的，毋是？我问你啦，迄个意大利是毋是嘛有罗马？我有看JoJo，我知影罗马足侪，因罗马嘛是出干辣椒啊。对啊，对啊，我有看JoJo，我知影因遐有罗马啊。对啊，一定嘛是出干辣椒啊。对啊，就是嘛是你讲的正常化，就是语言敢有就是各自擅长的特性吼。其实我感觉有毋过这些等下讲，我感觉足侪时阵其实是刻板印象，其实语言本身其实是无迄种特性的，对，而且这个刻板印象有些就是政策。你头拄有讲中国，我就直接讲就是中国造成的，所以这是一个不义的、无正义的这个现状，对，结果对，这是一种不义为治啦，这就是咱若是要做转型正义，就爱甲转倒转去，对，你若无要转嘛，袂要紧啦，毋过有足侪人做拍拼咧转的，你莫来乱好无？对，你会当卖插。但是你袂当歧视，你袂当甲人变，对啊，你袂当讲人安尼是安怎，你徛伫一个官位道德高位讲我们现在用华语就好了你们那个不需要这样子就是什么之类的你们不要那么这叫什么？你们不要这么偏激啦，你们这样很激进嘞，对不对？这种时阵我心肝内拢我要讲粗鲁无要紧，你来讲。这个时阵呢，我就会想讲毋是学台语嘛是我咧学拍影片嘛是我咧拍教影片教要死嘛是我咧教，你是靠背啥小啦？对啊，这个赞啊！我今天就想要听到咱会济公这样。对啊，我们应该拍的时阵嘛是咧拍的，对啊。头拄有讲到，就是叫做啥？头拄有讲到啦，有一个迄个问题就是。台语有水的嘛有歹的，有的人就较粗鲁，比如讲我头拄做粗鲁的有无？毋是语言咧粗鲁，所以粗鲁的内容敢袂当做？会使，当然会使，这嘛是这个语言的一部分。毋过啥物物件袂当做，就是你甲这个语言丑化、丑化，伊原底无粗鲁的，比如讲。我无要讲啥物人你若有想到啥物人，迄是伊的问题，就是迄个有一种行为，我有看到一种行为，就是伊是撒迄个日本的 anime 迄个片段摕来迄个配音啦，韩国嘛有做配音，毋过韩国也无即个镜头，因为韩国就是正常化，正常化，对，嘿足符合迄个角色诶，迄种个性诶，可以靠。毋过有诶人伊配音诶即个角色原底就完全拢无咧讲粗鲁诶话，毋过伊配音诶时阵就一句话一个啉白，一句话一个靠腰，就完全变做即个是的，就是无正常诶即个态度，这就是丑化，我是袂当接受诶。对啊，我感觉有人。我感觉这个问题，甲讨论就讲，有的人讲
啊，你们也会讲出的啊，你这样是不是双标？哦，不是这个物件我来解说的，我的讲法就是讲，这会当来讲，比如讲用另外一个状况来表达，比如讲，咱讲陈雅兰小姐就陈雅兰，吼、伊对台语文化有贡献无？有，绝对有嘛。伊是歌仔戏的即个，算讲top 的这个人，其中一铺路的一人士。啊，台语歌仔戏就是一个足深的台语文化之一嘛吼。伊绝对伫即块有贡献，但是伊同款，伊受到以早的即种影响吼，即种政府的整个的即个环境的即个影响，伊上台了，伊嘛是讲华语嘛，对不对？好，伊讲华语的时阵。啊是安那甲某咪人平常时无咧讲台语，啊得到台语的奖了，啊上台讲华语，咱会甲即两个状况起来比，咱会讲，咱会去考试迄个摕着台语奖啊无讲台语的人，会是安那咱会去考试伊？因为阮知影讲，伊平常时就是含台语无啥交叉，啊你即马得到台语的奖，啊你上台是安那无爱小可讲一下台语，啊小可讲一下台语，啊真正陈雅兰去你讲华语，咱袂甲偏上，因为伊平常时就是活伫台语的世界嘛，啊伊就是伫台语的即个文化内底咧奋斗，啊只是讲伊是有即个观念啊，佮无法度转世嘛，啊所以有当时伊去感觉讲，啊我咱上大舞台就是爱讲华语。我这毋是咧骗人，这嘛毋是讲歹听话，毋是，这是一个现实，就是事实啦。我是讲这是讲一个事实啦。描述我是一个描述是个事实尔，我毋是咧屁想人，绝对毋是，我嘛无迄个胆吼，毋是啦吼，只是讲我是甲一个现实的状况讲互大家听安尼尔。所以讲这是无共款的，这不是双标，这绝对不是双标。毋是讲啊，我做较粗的配音。袂使，啊你做就会使，来讲我先过做就会使哦，毋是这个意思是，你的内容若讲差不多10篇有9篇是黑，我是10篇有1篇是，这敢袂当比较，无共款啊，而且我是平常时都用台语咧生活的人哦，无共款嘛，这敢袂当起来比，我感觉这无共款，这毋是双标，我感觉这爱为这个你不能去脉络化，台语来讲。去脉络化，好啊，去脉络化，你不能去脉络化，这是一个要为登记来看，这是一个，这有一个脉络吼，通啊，你爱顾迄个大局来讨论啦。对，你要为头前后壁间隔来看，毋是讲间隔是，嘿，打一个普通应该打一出，你就要定生死，毋是，是你爱为几啊出啊。规地吼来看安尼，我感觉安尼较公平啦，是安尼，对。好，啊，毋茫阁继续倒火烧啊，啊，换后一个，毋是，迄个火鸡阁有要讲啥无？这部分对。哦，头拄讲到迄个语言，就是比较擅长的特性，我刚刚会当想不会再来讲。是，我讲后壁嘛吼。是。OK。嘿，先煞宣传一下吼。按即阵仔呢，即个公司台语台拄啊好有即个真济有足水气的即个台语作品要上啊吼，有一个声之行嘛吼，声之行敢若是4月25，敢若明仔载暗时11点的款，吼会当伫 YT 的直播就看会到，吼大家会当来看听看下台语版的声之行，哦，敢若其实伊的原版我嘛毋捌看过，我知影伊是迄个号做啥，伊的作者叫啥物名呀？敢是新海诚，敢是，还是我记唔对？袂记啊！后摆我别讲，我当然可以人讲啊，你这个不是动漫宅，你这边乱讲哈。好啦，文化挪用，好啦吼，啊，搁除了声之行以外，啊，搁有一出就是做轰动的这个轰动武林的一出叫做迄个上总的福利链，上总的福利链就是这个葬送的福利链的台语版，我感觉真水。咱阿莲哥来提供一下我会说，某咩，某咩现实某咩现实那个叫什么？我刚刚讲那个是什么？去脉络化。去脉络化好，感谢阿莲就是这个福利莲伊会当用台语来配，而且伊是用正常的台语，因为咱公司台语台无可能就是用迄种乡土剧的方法去配嘛所以咱就是甲这个角色，伊应该要有啥物款的样
哦，伊讲话讲起来是啥物款的开口，啥物款的声哨，哦，就是你就是照你配华语迄种方式去配就对啊嘛。哦，就是伊啥物讲的个性，你就是互伊讲啥物话，安尼就对啊嘛。莫用华语的词直接个用台语讲出来，这袂使，咱来做一个翻译嘛。我相信哦，公司台语台的作品会经过一个就完整的一个过程做出来，所以大概会当来期待一个吼，期待一个来哦好，阿莲我了解，我较来连一下吼。好啊，就是咱会当来期待一下迄个台语版的福利恋吼，啥物款？因为我之前看的公司台迄几出拢袂歹看，还佫有教育部迄几出，我感觉拢真好。我感觉若愈来愈济吼，咱的台语配anime就是会正常化。也就变做数雄哈，好，换一题，好，我想聊聊台语的正常化。那正常化是什么呢？有一题就是强势语言有的台语也可以有吗？强势语言的现实情状可以直接套用在台语上面吗？我想要讲的就是讲咱华语是咱台湾的强势语言，这应该无人会当否认嘛吼。我现在记一个咧。华语会当来写法律的条文，台文敢会使？敢有人捌思考这个问题？台文敢会当写法律的条文？敢会使？我知影有迄个进前有立委是坚持要用台语即顺，就互骂家讲你调干要找麻烦啊！明明国家电话已经通过啊！你讲国语好不好？啊，你讲国语好不好？对啊。对啊，这就是咱强势语言，咱会当伫这个公家的场合，伫正式的场合，摕起来讲咱的政策，是讲咱的辩论，是讲咱来做质询。台语敢袂使？华语会当做的，台语敢袂使？安尼敢有正常？我感觉这种不是正常。人讲你要用那个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讲啊。好啊，几十年前，我们台语也是这个岛上最强势的语言啊，现在变得不是了啦。哎呀，你个讲，你已经把我打得半残了，好，你就讲我打得半残，他笑你不会走路，我感觉就是安尼。对啊，哎呦，我好像讲得好直白哦，我这完全没有掩饰，安尼咁好。而且这嘛不是讲迄个爱讲一个大家拢听有语言的问题，伊是有配统一的。对啊，听讲有台语的统一对不对？立法院敢若有吼，敢若有对不对？定定爱有，对，应该是讲定定爱有。所以你袂有听无的问题，你就是看台语无。对，你就是甲台语讲甲迄个袂惊，佮爱嫌伊袂惊，就是安尼无毋对。对，完全就是安尼。对啊。已经在那边，我们已经完全拍拼讲吼，咱来去这个去膏药啊，做手术啊，这个搁做复健啊，已经达到会当行路啊，你搁笑讲，你开始走遮慢，我真是这，你开始走遮慢，恁台语就是无法度现代化，你是，咱已经为屏东已经走到要到台北啊！你感觉搁伫台中？你走遮慢，你敢会负气？就是安尼。对啊，就感觉好哦，无要紧，我继续走，我总有一天我会走到位。就是变安尼啊！还有就是讲，咱即马咧做公家这个公务人员的，也是讲做一寡专业技术的人因咧考试。也是讲因的训练的过程当中，本土语言是不存在的嘛。咱要考试，咱就是爱考华文的考试，甚至讲考试的内容内底佫有一科或者国文，对不对？拢总毋免有本土语言的存在。安尼就是互强势语言就是继续强势，而且你连你的考卷嘛是用华语写的哦。主体拢是华语，拢是华语。咱强势语言就是继续我也很尊重你们我给你们发挥的机会呢。是不是？好啊，好，可以。就是我就感觉讲，其实我知影这是
爱行足长的一段路无毋对，但是咱咧行的当中，你敢会当莫考试？我只是干那求安尼就好啊。嘿，我就感觉讲，讲什么？我把你们当人看的，完全就是迄个感觉，完全就是迄个态度，赶快的态度，赶快的态度。对，就是这个意思。个有歹势吼，我知影讲有的人会晓讲，就是足爱日语的吼，嘛是足爱韩语，也是讲足爱英语吼。我要讲的就是讲，咱咧学即个强势，咱外国的强势语言吼，比如讲英语啊、日语也好，大概歹势我讲啊较特别。直白不能直接讲，我讲较直接，就是讲，有的人在学外语，在学外语是跪着在学，规日咧学，但是咧学本土语言的时阵是爬差不多3楼悬，为下骹顶头安尼看来咧学，哦，你讲你上来一点，我才看得到，我会歹势啊，我讲啊，因为我实在是唱伫心肝内底足久啊，吼，我感觉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就是卖安呢？你不是啊，你那个台罗那样子谁看得懂？你这谁看得懂？配合我啊！对啊，为什么那个 b 为什么是 p 我都念 p 我为什么不是 b？ 建中老师来了，咱就拍婆啊欢迎咱上敬爱建中老师哦，感谢建中老师来这看一下吼，阮拄好讲甲做迄落吼，这个做神奇的做硬的吼，害我。念这个阿玲的名，讲念做阿玲呀。阿玲，你连敢改一下名，配合我一下好无？喂，看一下，强迫那个强迫改名，靠笑。哇，袂使安尼啦，你个你做袂使安尼，袂使安尼。意思就是讲，你学英语的时候，你敢没去质疑讲，你们为什么要写成 APPLE Apple 你不能够少写一个 P 哦？不行吗？你会去质疑？你会去质疑那个吗？你也可以质疑讲英语写那安尼写，敢没安尼？你也敢没质疑？你没啊？对不对？日语为什么不标声调啊？不是有声调吗？哦，这我得看不到。为什么不用注音符号标一下？那个1声、2声、3声、4声。对啊，是不是？你讲爱配合你安尼吼，种你学日语的时阵吼，人讲我跟你讲哦，日语吼，它就是有浊音啊，有一些促音，还是说有一些怎么样的细节啊？我们把细节做到，我们讲日语呢才会标准哦，这个学到。真的吗？老师，你跟我讲一下这个日语哪些发音的哪一些细节？我想要学得更好一点。英语嘛是同款啦你要学。英国腔还是要学美国老师，我想要学美国腔，这个英国腔我就听起来比较高尚，你可以跟我讲一下英国腔的发音细节吗？你若学台语的时阵就讲我是讲全腔迄个江腔的嘛，听着全腔就讲你这台语无标准，你这全腔拢怪怪，是讲全腔的人讲恁江腔拢和阮无同款，不会这样嘛？你学台语的，你学英语的时候，你有法度理解讲英语有无同的腔口，是安那你讲台语的时候，你无法度去包容讲别个腔口含义无同款。你讲你袂晓讲台语啦，其实是无同腔呢。有的人是毋是安尼？对啊，奇怪。有的人是台语的，对台语的认捌无够少，伊毋知有别个腔，伊就叫是还是毋对的。系啊，讲你的台语有腔哦，我就讲人无好安尼意思啊。对啊，对。系啊，所以我讲你同款的语言的观念，是安你袂当把这强势语言的观念用伫咱起来看待咱的本土语言。对啊，咱愈来愈严肃啊！歹势，我伤过硬呢。我即马来讲一个无营养。虽然我即马嘛想无，现在想着我随讲。是的，歹势，我开始突然，这个咱的题目内底有一个强字，咱两个拢突然雄变强，开始咧强，拢强起，足歹的。恁这人开，这两个开台顶的主播两个开变啊，足歹哈。不过你头你有两个问句，你头一个问句是讲强势语言有的台语敢嘛会当有？我其实感觉是应该爱有，毋过毋是话有就有，就是你要爱有一个物件，之前你其实需要一个基础的建设。当然。比如讲，我凊彩记咧，我就不输鬼啦。咱讲要讲不营养，我就不输鬼，我就爱看一寡有诶无诶。比如讲你要用台语做一寡
较低高的物件的时阵，吼，咱这个低高是爱有深度，爱互人多起，爱互人迄个。就听到真正痛到哦，做有感觉迄种低高的内容的时阵，你遐个思虑，你敢会晓？我就袂晓啊！啊，你去现书店敢有？啊，无一定有呢。你要往倒位找出来？这就是基础建设不足的所在，无够的所在。这其实是爱做功夫的。对。所以还有就是咱中式语言咧教学的时阵，咱会分讲什么是基础语言教学嘛？还有就是咱会知影讲，有一寡物件毋是讲你专业的人会晓讲，你就代表讲你这个语言牛啊。反正我讲安尼有点乱吼，就是意思是讲，比如讲国文老师敢真正就知影讲某咪科学的这个专有名词安怎讲，无一定知嘛，无一定知影嘛，对不对？因为这是无共款的这个专业嘛。啊，台语就是同款啊。是安那你也感觉讲，这个人很会用台语表演呢，所以我们就跟他学台语就好。你想我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讲，伊台语讲了就好，所以讲我喊你学台语。但是你不会说这个人的华语讲得很好，我们跟他学怎么讲华语，我跟他学这门语言，不一样意思哦。就是咱要学英语，咱会去找英语老师嘛。咱袂讲凊彩找一个讲我讲了50年的台语，我讲了50年的50年的英语，我会当来教你英语是会使，但是你袂感觉讲嘛是需要咱教学嘛是需要这个所谓的教学专业甲对这个语言的这个基础的认识，咱来知影。可是你学台语的时阵，你会直接听的人讲，你随便找说我跟你讲你莫学迄台语，你叫阮我阿嬷学就好啊。对嘛不对，对嘛不对，是这样没错，但不是这样。咱生活的语言当然咱会当对咱的时代学，但是你语言的基础比如讲书写，还是讲一寡思虑的人物，咱嘛是爱有这个专业的语言的教育。你无可能，你要考这个英语的这个托福，你敢会去找讲？我去找一个，凊彩找一个阿多找一个阿多讲，你讲找一个80岁的阿公，会晓讲英语讲80年的阿公，你教我怎么考托福？敢会安尼？你敢会讲找一个80岁的阿公教你安怎考托福？无可能嘛！你一定去找专业的老师嘛。但是咱咧学台语的时阵，咱的可爱的这民众袂安尼想，足奇怪。对啊，咱可爱的大众袂安尼想。伊会讲歹势，我凊彩讲一个人，咪讲你看那个某某艺人，我讲杨秀慧好，你看杨秀慧，伊就讲一寡迄种贯口，贯口搬喙齿迄种物件，就是会晓讲啊足溜安尼吼，会当伫台顶表演啊，咱台语下面学就好啊，咱毋免下面台语老师学，干嘛呢？咱学是要学什么话？系啊，对啊，我感觉就是这是中式语言甲无中式语言。就是咱的台语可怜的部分，就伫遮人现在有的人就是无法度理解，对啊。是啊。好，紧换后一题好啊，毋茫搁伫即题愈来愈硬。我感觉咱即摆来讲较轻松的吼。你这题目拢硬的。阿硬，伫咱咧阿硬，你讲自愿改名做骄硬无紧啊！我真正足爱你阿玲，你安尼讲诶，我有这个对我足好诶。应该骄硬来，OK， 多谢，感谢你。好，来讲吼，咱对我想要问火志忠，你对这个咱讲台语腔的华语，咱一般华语的人会讲台湾国语啦吼，这个部分你安怎看法吼？这物件是安怎来的咧？其实吼，我讲较白，是安怎会有台语腔的华语？毋是，我会记得哪像听过，我哪像看过迄个有个人伫咧鼓励讲，有个学英语的口罩，咧鼓励迄个学英语的人的时阵，就会讲啥物？你的英语有腔袂要紧啊，因为迄是代表你已经开始学第二个语言安尼。咱对台迄个
台湾国语的人的时阵煞袂安尼，就是咱爱去认知着伊是安怎讲华语会有台语腔，因为伊是去学第二个语言，伊原底的语言毋是华语。啊，伊是安怎会学？伊可能是从强迫的，嘿，啊，毋过对，反正迄毋是伊的头一个语言，伊才会有腔。嘿，所以我感觉甲这摕来翕相也是安怎，其实足可学的哦，非常的可学。嘿，对对对。啊，我搁要讲的是讲一个无共的，应该讲我要讲的搁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讲，有的人，吼，伊可能毋是正港的台语人，甚至讲伊是台语人好啊，伊甲这个腔当做一种笑亏的一种。一种要安怎讲？伊起来甲考试就对啦吼。哦，雕工学即个腔口，就亲像咱咧学原住民的腔的华语共款。迄其实讲艺术啊。我足讨厌，歹势哦，我足直接要讲，我即摆听着人去雕，恁毋是原住民，啊，你雕工去学原住民咧讲华语的时阵，我听迄种腔，我即摆。规身躯拢起鸡宝贝，我会感觉足讨厌，足反感。对啊，对啊。嘿，我袂爱安尼，我袂感觉好笑。我可能我细汉的时阵会啦，我细汉会感觉好笑，我会感觉真好笑，真笑亏啊。比如讲吼，咱看较早细汉咧看迄报告班长，你咧毋是讲啊，什么倒啦，什么倒啦，有无吼？咱细汉的时阵咧看会感觉好笑，而且伊嘛是有小可抽化啦，吼，就是讲哦，这原住民跟小可拢天天安尼吼。会小可抽化，甚至咱歹势啦，我这嘛承认讲，咱台语嘛会有甲人抽化的部分，这我知影。吼，我无双标吼，我事实台语有吼，这我知影。啊，这是讲，咱即摆要讲的，就是讲，啊，有的人就是雕工摕即个腔来甲你笑，也是讲，你原底你就是袂晓讲台语，你敢若会晓讲华语尔，但是你就是要学台语人来讲华语的迄种腔，就是雕工要笑亏就对。系啊，就是安尼嘛。啊，有的人啊，所以讲歹势啊，我咱大部分口外的人，有的人讲，我们讲华语的时候不要用这种口讲，伊会感觉讲咱咧是咧，就是咧帮助人咧考试人。有的人啦，部分会感觉，但是我一开始，我拄开始咧学台文的时候，有语言意识的时阵，我嘛感觉安尼，所以我会讲，我会去搞我的这个腔，就是我讲华语的时阵，我会调讲，我说华语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语气调整回来，不要有这种台语的腔。我会压回来就对了，我不要把它放出来，这样。我会觉得那个好像是在帮助别人来讽刺我们台语。可是我后来我愈学，还是讲愈看一寡物件，文章也好，还是讲去了解这个物件了，我感觉讲无呢，我感觉。一个正常的台语人，比如讲阮阿嬷就好，以前那会讲这个腔，因为伊是伊自细汉就讲台语啊，伊是因为伊就是较多咱伙计讲啊，伊是一个以台语为主的人嘛，啊，伊毋才去学这个第二个语言的时阵，较有第一个语言的腔。对啊。当然哦，我毋是讲伊就自安尼就毋免去调整讲好标准哦，这是两项问题。你会当家己选择讲，我要家己讲个标准 ，OK， 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讲一个有腔的，嘛无要紧呢，嘛无人讲你袂使安尼讲呢。就亲像新加坡的人是毋是台语、华语、英语三个语连做伙讲？啊，因嘛是有所谓因的 Singlish 嘛，就是新加坡的英语腔嘛。人会当甲这个语言连做伙，成做一个特色。我感觉这嘛是袂歹啊，对不对？咱台湾，咱凡世，咱也是啊正常发展，咱凡世嘛是安尼，咱凡世咱的原住民语、台语、客语、华语连做伙，嘛有可能啊。咱讲若讲正常发展，咱大家拢各据山头，啊，是到咱碰面的时阵，咱是毋是台湾人变做我一个人，我会晓讲3种还是4种语言？其实因为我之前我。有咧听黄明志嘛，黄明志嘛吼，所以讲我就因为听黄明志的歌，我去了解马来西亚遐个代志。我就讲，因为马来西亚其实因足文化足多元的，有当时一个人拢会晓讲足侪语言，因会晓讲马来语、台语，因讲福建话，是福建话啦，福建话，
甚至因个会可能个晓讲英语，英语啊个粤语，因的英语个比咱较好。啊，伊个可能因为拢嘿，因个有一寡广东话的人住会遐嘛，伊个会晓讲。啊，甚至因为因个有一寡印度的人口，因凡是因个会晓讲印度话。嘿，对啊，对啊，所以应该拢嘿啊，平均会拢会晓嘛晓两至三个啊。嘿，对，嘿啊，啊，咱台湾人去共看，佮因为我感觉台湾人有一个做无好可以看，拢会讲遐东南亚的东南亚的人，敢若拢加咱一坎有无吼？我就感觉无，人的语言比咱较敖呢，人会晓讲做一个语言，人的思想足活的呢。嘿啊，我感觉你会晓的语言济，我感觉你的思想就会加较足活，而且你会较知影安怎尊重人。嘿啊，我感觉就是你会晓无共，因为大家语言看待世界迄个角度拢无共，所以其实你会晓愈侪语言，你是有得到，佮较侪无共的角度会当来看待这个世界。是的。我即摆颠倒吼，想要甲阮阿嬷，还是讲甲诸葛亮啊，还是咱迄个永伯啊，咱的陈松陈松勇陈生迄种讲华语的迄种开口，我颠倒想要甲伊学转来，还是讲像阮阿嬷安尼，莫讲调工啊，我就是要恢复正常，因为我感觉然后这自然，嘿，我就是会安尼讲啊，这就是。毋是讲特色，我感觉这是自然，就是安尼讲。而且我感觉上厉害的是，比如讲诸葛亮啊，你咧听伊咧讲华语的时阵，敢若咧听伊讲台语的，就是伊甲华语讲甲足像台语。对不对？系啊系，哎，火鸡你头拄要讲啥？你继续。哦，我要讲歹听话，就是听讲。对，我感觉啦，咱若是有伊，无一定讲迄个台语吼，无有人会嫌讲啊，你这台语百款，毋是。我要讲的是，你若是以你家己的本土语言做你的主体的时阵，就会知影讲，我今仔日讲华语吼，是咧配合敢若听有台语的人啦，所以有腔就有腔啦，你莫嫌啦。嘿，我感觉，其实我即摆的态度是安尼，所以。我即摆有时迄个，因为即摆我平常时讲台语嘛，讲较济，所以我若切过来迄个华语的时阵，若有腔，嘿，这对，你无资格嫌，嘿，对安尼。我是咧配合你哦，我知影你可能听无台语，我咧配合你哦，你搁甲我嫌，你就莫看，嘿。对啊，我感觉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共款我头拄仔捌讲过，这咱无爱讲别人调工学咱的腔，但是是安那咱会当家己讲家己腔，真简单啊！因为我就是台语人啊，我就是用台语咧生活啊，这是我自然的现象，毋是挑考伊的。嘿，就是安尼。我的解说就是遮简单，就是我自然的现象嘛。比如讲，恁台湾人咧学英语嘛是有一个亚洲人腔，就亲像迄个 Uncle Roger 这样。其实 Uncle Roger 伊是调工的呢，我后来才知影讲，其实他会讲标准的那个English， 然后他是故意，他是为了，伊是为着一个讲节目的效果，对，就讲恁亚洲人咧讲迄个 English 就是这种腔哦，伊是调过伊的，好啦，毋过是亚洲人，反正有资格安尼啦。对，好，只有黑人可以讲 N word， 不可以别人讲 N word。对不对？对，安尼讲嘛是对啊。而且我会记得因其实黑人讲英语嘛有一个黑人的腔，啊，若是白人讲迄种腔，其实嘛算是调工，得甲因翕相，嘿，嘛会方面对。哦，原来是安尼，因为这部分文化我听过是安尼，嘿，对，所以因通常毋敢。嘿啊，你会讲哦，比如讲你为着要安尼讲，有的人可能嘛是无啥物讲要下面较活的学因咧讲话，啊，反正人感觉安尼你是安那你是看我无吼，类似安尼啦吼。伊度的意思是讲，我真正其实就好，伊敢真正有资格哦。伊意思是讲你自己这样讲，然后好，意思是安尼，了解。反射对啦，我感觉伙计讲的嘛有意思，我讲反射。就比如讲，反正有嘅，唔知。系啊，无确定。我感觉这会当讨论，嘿，我感觉这会当讨论。好，咱先回归正题。好，最后一趴哦，就是讲，还是伙计跟我要讲啥？不。OK 啊，好，咱最后一趴吼，大家正常化吼，来，咱前一阵仔咱伙计吼，甲伊的飘头吼，甲改做。台语互真系
这个 YouTuber 哈，啊，有的人在咧问讲，啊，你们推广台语跟附赠台语有什么不一样？好，不要讲台语啊，推广语言某个语言跟附赠某个语言，那到底差在哪里呢？那我们火蛇他想要附赠或是推广，或是选股想要附赠或推广的台语是哪一个？是哪一种？是什么样子呢？好，我们先请咱先会计来先发表伊的想法。我个人对这两个词的了解吼，福晋就是福源晋作，意思是讲说去先讲推广，嘿，我对推广这个词。认捌推广的意思是，这个物件原底无，啊，毋过即马要互伊世界拢是，爱注意哦，原底无，比如讲一个原底无的物件，有啥物件？比如讲 AI 好啊啦，比如讲有人感觉哇 AI 有够赞诶，会当生一寡图啊，敢有好看我毋知吼，啊，有的人就讲哇 AI 会当生做侪图，我爱甲伊推广，互所有人知影，嘿，这就是原底无。啊，即马要推广，爱互伊世界拢是这叫做推广。啊，台语敢是安尼？台语敢是伫台湾原底无的物件？我感觉应该毋是。所以，福晋的意思是甲伊复原，互伊振作起来。伊原底应该无遮尔啊凄惨，啊，毋过即马互打压做足凄惨的，互伊会当起来原底的即个位，吼。这对我来讲，我较会介意用福晋即个词，因为对是互伊变做较早的。敢袂当讲是盛况，就是互伊变做是会当正常化、正常摕来使用的语言就好啊。嘛无要爱互伊，就是所有人拢一定爱学台语安尼，嘛无一定，嘛无一定，嘛无想要安尼。我相信正常嘿，真正台湾口的人，即马嘛愈来愈有即个福晋的概念嘛。对，福晋甲推广无共，我感觉无共，对，无共款。对，我的想法大概含即个伙计就会共款咯，因为咱。算讲拢是台湾口的人吼，咱较豆豆啊吼，会为这个方面来讲吼，这推广两个字吼，咱会讲推广来讲推广啊，你比如讲，咱学台文了，我较知影讲会当讲推广，而且应该是推较合理，嘿对。但是因为我已经讲推广讲惯势啊，所以我拢讲推广哈。这我是知影推广，啊讲推慢慢人讲推荐啊哈，推荐。后摆华语我爱讲推广。你会使哦，你会当客气，会使啊，会使。推广吼，推广哦，推广一下。因为人会感觉讲推你那念推，敢若咧掠铃呢，叫这个师傅甲你推者，甲推者哦，推甲互你袂酸啦吼吼。咱来笑亏讲了，过落转来。我的想法就无要紧嘿，我的想法就是和伙计差不多共款吼。其实讲咱咧做的这个行为，吼，比如讲。或是加底片啦，我办一寡客话、台语客话啦，吼，参推就是咱的推广甲福晋有一寡动作做起来足像的，但是伊背后的理路是无共款的，就亲像咱会请人来学台语，这含推广台语，含推广有小可共。应该讲就是共啦吼，你请人来学，就是一种推广嘛。但是咱是安那来学，因为咱是安那叫人来学，咱毋是干那为，毋是干那为着讲要推推广台语，是为着讲，咱即个台语也好，还是客语也好，咱即个本土语言是咱较早来台湾这片土地顶头足侪人咧讲的语言哦。吼，咱是毋是会当来了解一下啊？吼。原底咱台湾的文化是生做啥物款？凡说含你即马的华语的世界无共款哦，我头前想过迄个吼，想过硬啊，即马爱小可讲一寡较温柔的吼，咱现过讲台语毋是拢安尼吼，刺激吼，咱现过讲台语嘛是会当吼，亲像深夜电台安尼，咱真今日真欢迎伙计来到现过的频道。咱做伙来讲福晋甲推广有啥物无共款？你想要福晋的台语是倒一种呢？咱来做伙理解者，我嘛是会晓安尼讲啊吼。所以讲吼，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其实不管是安那这种豺人，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分好清楚，就是讲推广是可有可无，会当有嘛是会当无，但是福晋对阮来讲是袂当无。对，阮无爱，咱就是要希望讲，伊绝对爱有。当然，迄是咱家己心内咧想的啦。
我心内咧想，咱毋是讲强迫人讲，你一定要讲台语哦，无，我相信正常的即个台湾口外咱咧附近做台语附近运动的人袂安尼啦，我们不会这样，大部分袂安尼，我知影有某一寡部分的人，伊是咱讲基本教育派，就是反正就是未到遐，咱就一定要打阮硬教死安尼吼。我是袂安尼，我是感觉讲，咱有做一寡动作，豆豆啊吸引人来咯。因为你要直接讲吹较高，我是感觉较困难啦吼。你无法度讲逐项代志就吹落，唔通啦。现过虽然讲头前讲到遮严，但是其实毋是即种人，我袂讲一定爱讲吹好足暗啊，缩好死安尼袂，我袂安尼。对，我袂安尼。对，你们来感觉讲声音有较细，咁别人嘛有安尼听，有感觉晓？我感觉普通呢。嘿，应该还好吼。好，咱继续讲哦。好，就是感觉讲，咱只是要互人知影讲，咱台湾的文化是原体是生做啥款。咱卡头头前有讲，语言是文化的底底嘛，就是有一寡。你唔知影是毋是台湾文化的物件，其实你为语言来找就知影。安怎讲？原来是温柔版的差异，是不是？咱现个变温柔，你就听无啊。你的耳孔可能有一寡滤镜，迄个毋是滤镜，迄个叫啥？筛选器吼，那刚讲这毋是现古，这不是很古啊。这就是讲，好，我今摆要讲啥，我袂记啊。这是讲。我冇袂记啊！为着要讲一个切开嗰个原地要爹地，我讲爹地就是讲爹地啦。咱有当时咧看一项物件，讲这个东西以前台湾有没有？咱啊看华语袂准，咱啊为台语去找，就亲像前一阵啊有一个叫啥物？咱有一个日子咱啊合作龙抬头嘛。讲什么几月几号龙抬头？这到底是不是台湾原本的文化？有台语老师也有民俗专家就跳出来讲，介简单，你去思考咱台语有安尼讲无？没有呢，简单，代表讲这毋是自早伫台湾有的文化，是这几年来，还是讲这几十年来才有较生出来的。会当用这种，因为台语咱各种的本土语言当然原住民语是上久的啦咱先用因为咱即摆咧讲台语，先用台语的角度来讲，台语嘛伫台湾嘛几了百年所以讲咱真侪文化会记录伫咱的即个语言内底比如讲咱来看一寡俗谚，咱看一寡乐曲啊话，咱会当了解讲以前的人的文化是啥物货，咱看会到嘛所以讲咱就会当为即个部分去思考讲这就是自早咱台湾的文化啦，因为伊有记录伫咱台语的某一个俗谚内底嘛。咱台语有自早有一种较早的讲法，就是来形容这个民俗，还是讲形容这个物件，代表讲这个物件是自早的台湾有的。咱会当为安尼来看，是安怎复制？简单嘛，咱就是台湾的文化，咱来甲找倒转来。咱就爱找倒转来，毋是讲。我之前捌看过一个人咧，我有人讲你们台湾就没有什么文化，就没有题材，你们台湾都是中国文化啊，都跟中国文化差不多啊。好啊，我是在做这很做这人安尼对不对？台湾就是没什么题材嘛，这没有什么题材你这些影视作品就只能够拍这些而已啊。其实我感觉会讲这种话的人，谈像迄个可能100当前的欧美的人，因看亚洲的各个国家拢敢迄共款，毋过其实毋是，日本是日本，迄阵应该无中国，迄阵做啥？迄阵日本是日本，韩国是韩国，其实迄文化是无共的，毋过你对于这个人物若是足浅，还是足无够的时阵，你的叫是还是相共的，迄其实是知识不足的镜头。对。等到是我咧工作严肃嘅，无要紧，咱会当做伙一个严肃，一个人来甲扭倒来。我感觉其他你安尼讲起来间隔应该是咱要表达的物件，应该真清楚啦。就是讲咱到底对会当
或者个会当个讲一个，就是你今仔日你觉得总结，吼，就是讲来做一个结论吼。啊，我嘛会讲我的想法安尼，啊，就是会当个大致讲，你想要复进的台语是做一款安尼。哇，讲到足济呢，我想看卖。我今仔日就因为今仔日咱其实讲甲嘛算是有讲甲足济较有路的无共的话题，啊，毋过对我来讲，我感觉今仔日较有印象的，就是其实就是咱知影讲台语文雅甲即个粗鲁吼，有可能的欠倒一地拢袂使吼，而且伫即个文雅甲粗鲁之间，佫有其他迄个较中间的，迄嘛拢爱。咱若是有法度甲留落来，拢爱甲留落来。而且就是爱甲台语正常化，就是咱对台语的态度，上好的毋通是认为讲即个语言定着做粗鲁无一定，嘛应该无爱认为讲即个语言定着敢若会当做迄个做神圣还是做文雅，其实这拢无健康啦。所以迄个当然，你若是一个粗鲁的人，你得尽量去粗鲁，袂要紧。我会讲真正的，都袂要紧，你得做你家己就好。啊，毋过你对待这个语言的态度，应该是较端正的较好啦。对。我的部分是安尼吼，我今仔日会做这个议题啊吼，我其实就是已经想好我家己要讲啥，而且这是我学台文以来，就是就想要和人讨论，而且会就要把这物件讲出来，讲互大家知影。啊，所以我就会感觉讲，我就会感觉讲，哦，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吼，会当甲这个会当参会子来讲这，我真正是足欢喜的，对啊，我嘛足欢喜，足欢喜。吼，啊，我刷来先表达这个部分，啊，我刷来就是。来这个来讲，哦，稍等，我处理一下。好，啊，就是会感觉讲吼，我要复进的台语就是，无迄个。无任何刻板印象的台语，甚至讲，台文，我希望讲台文会当到啥物坎站呢？就是我歹势我讲较粗的吼，就是咱今仔日一个孩啊，一个佚佗啊吼，伊会晓甲干恁娘，甲伊写做台文，写互我看，而且用这个台文来甲我骂，我会感觉安尼台文的推广成功啊！像我会安尼讲，就是你不管是各种的阶层的人，你讲好的、讲歹的、讲粗的、讲幼的、讲天文地理、讲专业、讲你要讲汉语啊，你要讲历史台湾的历史，你要讲啥物拢无要紧，100项拢会当用台文来写，拢会当用台语来讲，这就是台语的正常化。今仔日你想看卖啊？咱台文袂互人讲啊，你那个时候是你们比较高尚，你们在用嘛？啊，也不会让人家说啊，恁台语拢是某一个生做啥物款？没，我觉得不需要这样。若讲台文的推杀，就是爱到这个坎站，每一个阶层的人，就是迄个会子讲的，有雅的，有粗的，有中间遐个物件伫中。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坎站，拢会当用着台文来表达，用着台语来表达。我就是要爱这种台语。若偏到一边，我拢无爱。啊，这就是迄个啦。囡仔人才咧做选择，你全拢要爱。对，我嘛要听着，我嘛就爱听。有的人讲，啊，恁迄个诸葛亮啊，拢讲一寡垃圾话。也是讲，你个啥物拢听讲五路天迄种拢讲话讲甲安尼粗啊，讲底下较好难啥物话，我就是爱啊，迄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啊。对啊，是百面，你每一个语言，你袂感觉讲，你若听着迄个英语，迄个欧美国家的人讲咧讲，
哦，讲 motherfucker 还是讲哦什么 fucking 安那把 fucking 变成那个最高级嘛？的时阵，你袂感觉讲啊，你英语就是错嘛？你敢袂安尼想？袂嘛？你等到你会家英语会向英语的人捧起来讲，哇，你英语那么好哦，你一定读很多书哦。啊，你现在不爱讲，啊，你台语好，实际上就是读很多书，为什么？对嘛？对不对？你别干嘛听来讲哦，你们英语都那个很喜欢讲 motherfucker， 很喜欢讲 fucking 什么 holy shit 什么的，会这样吗？不会嘛？哎，别啊，你别干嘛安尼啊？你嘛是干嘛英语会晓英语讲就好啊？对啊。啊，你台语就是现在袂当正常化，就是安尼。对。我今天最后的结论，很高兴阮会计喊我来讲这个议题，而且咱拢思考的物件都真活啦吼，啊嘛有一寡会计，互我讲我无想到的部分吼，我感谢会计吼提供伊的一寡想法啊，有当时有一寡部分会计表达比我较好点，我今仔日是负责咧赢的啦吼，含阿玲做位做赢的一部分。赢嘛是爱赢的，我真会歹势，我真正无想到讲我今仔日会赢呢，因为我之前有朋友，我咧和小师妹咧讨论今仔日的气话的时阵，伊讲，你这个议题会不会很严肃啊？你这样观众会觉得很无聊。我说不会啊，我觉得我跟火蛇应该可以讲得很好笑啊，就是讲得很有趣这样啊。我觉得我们今天有趣的目的有达到，但是我今天很嘿。但是我感觉意外的是，今仔日我竟然我都讲到我会赢，这是我无想袂到，因为我会感觉讲，我无爱互今仔日安尼足严肃的吼，敢若咧开一个论坛咧，讲国家大事安尼，我无要安尼，我是要互伊趣味啊，大家个知影讲咱咧讨论啥，啊个有达到这个宣传的效果，吼，就是讲知影讲哦，咱有一寡理念，咱会当来做一个沟通，安尼，我的想法是安尼。啊，会当互你听得笑亏，啊，个会当得到物件，不要说言之无物哈，不要我很喜欢讲这句哦，不要创造数位垃圾，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开地图炮？太哥，你没掉啦！对不起，没有啦，这是我自己的要求，好不好？哦，给他你收有的议题，出现什么人，那是伊的问题，那是伊的问题。歹势，就是讲我。其实阮今仔日讲的一寡，咱绝对我相信会计行我的理念同款，咱袂去要求别人，应该讲过度要求别人，就是讲去情绪勒索然后就是情绪勒索别人，阮袂安尼。吼，阮其实咱搁较济部分是大部分拢是咧要求咱家己啦。讲坦白就是安尼，我希望讲莫讲哦，两点外钟啊，讲了啦啊，什么重点都无讲到，所以我今仔日就是，所以我今仔日其实我伫这个我嘛有写一寡，就是把这个标题写出来，啊，佮有一寡物件我拢有做，这几工拢一直咧思考讲吼，今仔日要讲啥，要讲啥呢？啊，所以希望讲今仔日吼，除了趣味以外，啊，佮有参加的。沟通到足侪我重视的物件，啊，互大家知影讲现过对即个台语的复制有啥物款的想法，啊，互大家知影。我只是要，我希望讲除了考我来以外，啊，考我外的人会当来看，啊，会当知影讲，其实阮无要求啥物货，就是要互伊正常尔，就是遮简单啊，无啥物大道理啦，就是你思考一下，啥物叫做正常，安尼就好啊。对，对啊，哦，感谢，我讲袂煞吼，讲到实在太欢喜了，敢若要出来竞选啊吼，有当选了，你选啥啦？先为里长开始，你去里长都选袂掉，你搁要选啥？好啊，茫个讲位正，我无要选，我无要选哈。今仔日真正是就对啊，丽斯康明歹势卡，我无甲你拍一下招呼，无甲你IC输掉吼，丽斯康明你好吼，好咱今仔日吼含伙计真正讲甲足爽快吼，真正足爽诶，个讲了物件，我相信应该讲了袂歹吼，个物件真济啦吼，真值钱啦吼，就是希望大家若讲为一半开始听诶，还是拄则较礼拜
佫想要知影咱头前佫讲着啥，等佫去补今仔日的档案，因为我有甲 DVR 关起来，所以你无法度捌久去头前听啦吼。你听着拢是详细的较对吼。我感觉今日这集吼，含金量很重，台语怎讲？你敢捌思考过？都有价值。嘿，我感觉真有价值。我甲你讲，家报较袂超车吼。希望嘿，大家会当吼，吹撒互别人听。分享互你所有的朋友，我你所有的朋友吼，刷来呢，若有未订阅现股的人会当甲我订阅者，佫甲今日只是一个赞吼，互伊会当传出去。OK， 好，安尼今日来进入这个拜拜的环节啊哈。来讲一下迄个台湾国语吼，咱进入咱最后的这个环节啊。感谢辉子啦吼咱即摆来甲观众朋友讲一下晚安。阿廉晚安，你好，感谢你来哦。你自头到尾，咱阿廉拢陪咱到单吼，一开始到单。个一度你好嘛是一开始，为着为改名感动哦，一度感谢嘛是自开始就陪阮到单。个喵喵最可爱的这个鸟咪个水，感谢你嘛是为自头的陪阮到单。个爱丽丝康敏哦，感谢你来。个你着恁来嘛是自头到尾陪阮到单。个社头1号后壁加入来我感谢你，足长期以来拢会来看现股，我足欢喜。个连宏远吼，伊去补习补习了个随来如果甲阮报告讲我去补习哦，我感觉伊足有礼貌，我感觉足感动的吼。个补习了随来看阮的台吼，我足欢喜。个有咱敬爱的时代吼，咱这个老宅男创啊这个时代，凡事无一定比我。然后感谢咱这好朋友，我可以讲创阿杰啦，时段咱创阿杰来做来看咱的台，感谢你今仔日讲下就欢喜歹势，一个笑亏啦，够冻算是毋多谢哦。就要选啥啦？是要选啥？要选迄个台语尾的李长伯啊，吼！台语尾的李长伯嘛，轮袂着我，嘛袂着我，一定嘛是咱辉子，还有我都做咱台语尾的李长伯。无可能。咱辉子是带头的吼，咱这个亚旗啊，这个福建的这个台语福建的李长伯亚大旗，行在头前的。有穿拢爱先断着伊啊，打即个炮火。无啦，我感觉有难同当咱做伙伫即个足艰难的路做伙行。我都行较长。应该是艰难。对，真正艰难吼。因为其实我感觉要学一个语言，要学台语，袂介困难，当然嘛袂简单要学语言好要学一个语言其实无介困难，只要用心拢会着。只是我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咱咧学真台语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内底上麻烦的是观念沟通啦，观念沟通，要搭合这个，要和人搭合这个物件，足困难的。我感觉足侪时间是浪费伫这个部分，对咱拢无法度直接跳过中这冤家吼直接，比如讲，咱要讨论一个台语词，咱敢会当讲，莫先为用字，莫先为发音伫遐吵，咱会当直接是毋是先直接讨论这个台语词是啥物意思就好啊？莫浪费时间你们这样写我看不懂啦，你可以不要管这件事吗？你知道在写什么就好，我们直接讨论这个词的意思，可以吗？对啊，就是安尼就好啊嘛。也是讲咱咧讲形容一个状况，要安怎用台语形容？你就直接讲，你就算你写灰尘嘛，我要紧，你就是讲出来就好，不要在那边说你们都这样写，
我看不懂。你管你看不看得懂，你学就会，你较接看，你就看有啊嘛，莫直直咧讲咧，咱直接讨论文化敢毋好，直接讨论台语文化敢毋好，哦，安尼就好啊，直接就像比如讲，哦，咱咧写作文啊，有一个人发问讲，发问讲，老师啊，这一个词啊，要怎么造句比较好？啊，我们就直接跟那个小朋友，我跟你讲，这个词它的意思是这样，它的词性是名词，还是说它的词性是动词？好，它怎么造句呢？是这样用的，它的文法是这样用。你不会去跟小朋友去讲其他的什么有的，你就是跟他直接沟通说这个词怎么用，这样就好了。这个台语免他输用，安尼就好啊，不要去浪费时间，莫浪费时间伫中遐咧冤家，冤家啊，不是冤家。不要冤家，就浪费时间啦。这真正是，咱讨论讲啊，这个文化台湾敢有？这个文化伫较早古早的时阵台湾，古早时代是生在啥款？就是安尼。不要再浪费时间，我们直接面对问题的核心，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说那个要用哪一个词，要用哪一个，用要倒一种的嘛字嘛是哪一个菜啊？要倒一种汉字，我感觉只要标准化，还是讲文献的基础有够迄个坎站，我感觉会当各自发展。但是咱拢是用共一套语言，共一个语言咧沟通啊，我相信应该拢听有。对，不要再还要底下浪费开题时间伫迄个所在啊。对啊，毋茫阁讲落啊，等下阁要竞选啊吼，阁要选总统，阁要选总统。咱再会有缘再过来啊！小师妹来啊！小师妹，你拢头前拢无来听，你来甲我波动哦。咱讨论这物件有讨论者，你今仔日咧无用对毋对？无要紧，我知影你咧读册吼，真当咧无用吼。今仔日我感觉足精彩，小师妹一定要波动啊！真的，从阿姐嘛是报一下好吧？我一个名字啊，报一下。我后壁拖较长，迄顶个设计师讲，你落尾拖较长，我给你水一下影片长度。是安尼无唔对，是安尼无唔对，水一下影片长度。好。小书妹今天在读书，对，其实阮小书妹的书是册本迄个书本迄个书哈。咁唔样？无啦，迄是我私底下咧个考试，因为我之前那个设计伊的形象的时候，我讲这个小师妹一定要拿一本书，一定要拿一本书，然后我都会叫她小书妹这样迄是我咧用的，因为伊爱有代表讲有这个咱这个天才少女拢有咧读册这个形象形象啦吼，对啊，一定爱有这个形象，小师妹，对，而且这个今仔日讲到这个华语腔的台语都会当用来伫这所在吼，小师妹，真是输给你了，哥，我理解，笑。好啊，今仔日足欢喜，讲袂收煞吼。咱吼阿辉休困啊，我感觉阿辉嘛足辛苦陪我到呾。好，咱今仔日就到这哦。感谢各位，我要关起来。感谢。希望早日会当收益化哦。这是一个里程碑。好，多谢大家，拜拜。拜拜。有闲再过来，拜拜。